你好，我是蜗牛，我想陪你重刷知否，查漏补缺。这一年元宵过后，永昌伯爵府吴大娘子突然上门，还带着儿子，让大娘子兴奋不已。她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贵妇圈的红娘来相看姻缘了，赶紧打发人召唤如来，还特别使了小心眼，让丫鬟不要明说，省得被林七阁听了去。大娘子算是姑娘下了课，就叫您快过去泡浴。反常必为妖，墨兰立马意识到不对，但如来是确实没有细想亲妈叫我去干嘛，他想的是今天吃啥。小六，给我做炙羊肉吧。当然，这句台词除了表现此时如兰大脑空白之外，是用美食贿赂庄雪臼之外，第二次展现明兰的厨艺。如兰从小被大娘子锦衣玉食的养着，依然缠着明兰给她做好吃的打牙祭，这就是厨艺的进一步表现。再往后，给父兄送吃食时，被父兄同僚夸奖：六姑娘，你说说这鱼腐你是怎么做的？真是一绝呀！啊！郭二伤心欲绝的时候，都不禁感叹。你们家小六的手艺果然比别人出众啊！花这么大的力气，一不小心就给你灌输明兰厨艺高超的设定，是干嘛呢？体现她贤惠走娇妻路线吗？不，吃货走出了一条谁都没想到的路。所有吃货都有自己动手的心，动手能力练到极致，就会产生远高于常人的鉴赏能力。这个时候，吃货就成了美食家，才会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美食，安排别人安排不了的宴席。南北铺的樱桃煎，大娘子尝尝。不错，南北铺子的好吃。是啊是啊，过几日园子就要完工了，家里要设宴款待，这果子好，到时候让蜜饯局买些来摆设。好啊好啊！当家主母把本家举办的社交场办漂亮了，就是能力的表现，而餐饮的质量就是办漂亮的重中之重。成员的开府宴上，秦娘子左不挑右不挑，偏就挑出客人觉得好的樱桃煎来挑事儿。你家这个樱桃煎味道怎么不一样啊？哎呦，老姐姐，快别说那个了，放下别吃了。怎么了？哎呀，我们家二媳妇儿呀，不知道她在街上哪个铺子错了这家樱桃煎，总归不是我们那家蜜饯局了。反而说明明兰的宴席让客人印象深刻，潜移默化的却打击了庶女当正妻的黑点。即使最后张大娘子和妾室的争吵毁了热闹气氛，除了故意挑事儿的，没人能挑出宴席的错。一个能撑起场面的当家主母，一个遇事不乱的大娘子，大家都看到眼里了。庶女不庶女的，只有杠精才在意。母亲，母亲，小祖宗，你可来了！如兰回院，刘妈妈一脸兴奋地让如兰梳妆，如兰再次一脸懵逼。吴大娘子来了。我家同他又没有什么交情，他来做什么？打马球啊？累死人了！这是梁家的第一个信息点：一，盛家和梁家此前没有来往；二，吴大娘子打马球出了名了。大娘子同我说呀，莫不是她替人上门相看，为人嫁女娶媳来了？这句话的信息点则是大娘子认为吴娘子来府上不一定是推销自己的儿子，更大的可能性是来牵红线。而如兰的抗拒表现则说明她自己从一开始就对权贵没兴趣，这一点我认为是她看着姐姐华兰嫁去权贵的生活凄苦所带来的潜意识认知。墨兰这边就是另一番景象。刚才魏蕊萱那边把五妹妹叫去，哎呀，就等你回来了。吴大娘子来了，永昌伯爵府的吴大娘子就是她。在学堂中，她已经意识到有事儿发生。林小娘一说，她便明了，家中来客总是瞒不过林清霜的。问题在于，她能快到和王若甫同步处理这个意外来访，这说明林七阁日常就有人盯着王若甫的动向。而墨兰方面，此时她一直认为袁若对她是有情的，所以其实并没有怎么热火。谁要她相看呀？袁若哥哥都见过好几百遍了。但林小娘给她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墨儿，这世上也不止一个小公爷，多见见人总是好的。简单的一句话，其实就是林小娘对墨兰的影响。在回看顾廷烨第一次出现在学堂之后，林七阁母女的对话。话虽如此，但是人家好歹也是侯府的嫡子呀，又都在叔叔，这每天朝夕相处的，若是有什么……你可别乱说，叫人听去了多不好呀。
结合吴大娘子场景中林小娘的言语，你会发现林小娘一直在教育墨兰接受一切的可能性。在这个场景中，墨兰还会惊讶，这一是担心影响自己和小工业的事儿，二则是心理的规格底线。而林小娘的反应却是不屑一顾的翻白眼，说明这些在她眼中一文不值。这样的思想是一步一步扼杀掉墨兰的少女情怀的，直至成为纯粹的利益追逐者。没有谁是生来就有了套路化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是后天形成的，人如白纸，笔画成风。墨儿，这世上可没有万般笃定的事，除非这小公爷今日给你下了聘礼，定了媒妁，否则还是应该多看看，见见世面也总是好的。那就见见，要让汴梁上下都知道还有我这么一个人。王荣福和林清霜两个斗了一辈子的人，在这一天突然有了个完全相同的念头，却谁也没想过这位尊贵的伯爵夫人为何会带着儿子突然来到一个此前并不相熟的五品官的宅地，是来给儿子相看闺阁姑娘，或是拓展红娘业务，还是另有用意？这其中有2层弯绕，第一层齐衡的引流。六妹妹，近日虽冷，不过永昌伯爵府的吴大娘子在新镇门外开了一个暖场的马球场，不曾去。那好，那下次我找他家六郎要了邀帖过来。注意，小公爷说的是让梁六郎送请帖，并不是梁家。公爵府地位虽高，但齐衡的影响力也只能在同龄层，怎么可能他一个请求伯爵夫人就巴巴的上门了？看上去是吴大娘子带着梁六郎来了，其实是梁六郎带着母亲来了。从吴大娘子的衣着看来，登门圣府之前他确实去打了马球，所以来圣府是临时起意，并不是计划好的。想象补充一下二人来之前在马车上的交谈。母亲你先回去，我去一下圣府。哪个圣府？就朝奉大夫盛大人的宅院啊。哦，你什么时候跟他们家有交情？齐国公府家小公爷拜托我去他家送咱们家马球会的请帖，举手之劳吗？哦，这样啊，那我跟你一起去吧，去拜会一下老太太。儿子要去圣府送帖，吴大娘子灵机一动，临时决定搭着顺风车来到了圣府。可她盘算的到底是什么？不知道老太太身体可好？哎呦，那就好，那就好。老人家身体康健是阖家之福。我昔日在闺中做姑娘的时候，见过你家老太太，哟，永义侯家独女，那气派，那风姿。上门之后，吴大娘子口中绝口不提盛家姑娘，聊的全是盛家老太太。这般境遇让王福一脸懵逼，这就是突然登门的第2层推动，引急。拉动进度条，为了华兰一直怀不上子嗣，为了让明兰瞧一眼贺家小哥哥，祖母计划动用人脉，把妇科圣手贺老太太请来。华儿的事儿，我想着呢。真的？永昌伯爵府的吴娘子，她早也不来，晚也不来。你当她真是来看我的？她不过是听说白石潭贺家庄老太太要来京，她特地来探问探问的。贺家，御医院正贺家的，不错。他家老太太是我闺中结识的朋友。那他和这有什么关系？他的夫家是御医院正理，娘家姓庄，常与夫人内政。可贺老太太要来的消息，吴娘子又是怎么比王福知道的还早？她呀是个最热心快肠的人，汴梁上下都得人夸，多少门户都拖着脸面去相看别家的儿子女儿促花婚事。从林小娘的侧面介绍，我们知道吴娘子在贵府圈是有名的红娘。怎样才能当好红娘？除了高超的亲和力和谈话技巧，更重要的是消息通达。谁家公子能配谁家小姐，两家还都得皆大欢喜。这样的判断基础需要在贵妇圈有如顺风耳一般的消息渠道。贺老太太并不在京，千里迢迢而来，需要一来二去的沟通和准备，在这其中，消息就随机掉落在了贵妇圈。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用的消息才能促使唐突的拜访。至于武大娘子找妇科干嘛，有2猜：一是妇科疑难，2则是胎儿事宜。你觉得是啥？发在弹幕跟大家讨论一下。
无论是啥原因，反正随后的事情走向让那天身在盛府的所有人都没能想到。在吴大娘子套路王若弗激动的时候，能看到梁六郎一脸无聊，本身就是个送请帖的事儿，兴许车都不用下，随从送到门房就好。结果母亲非要来，搞得坐在这里装乖顺。墨兰这个动作其实有点像小姑娘披着蚊帐过婚纱瘾的意思，没啥坏心眼。屏幕前的小姑娘们，你敢说你没玩过这个经典游戏？反倒是林小娘重视了。花都才开，拿什么扇子呀？显得没见识。这其实和上一个镜头梁六郎的百无聊赖对上了。再看如兰那边，更是闲出屁了。家长们各有各的盘算，着急忙慌，或布置或应酬，年轻人都一脸懵逼的在暗流中无所事事。这次登门之下的本质其实就是心思和心思撞上，但我的心思和你的心思不是一回事儿的化学反应。随后再加上妻妾和嫡庶的催化剂，让这个反应炸了天。眼下这母子俩怕是要走了。什么？看来大娘子是不会叫你去见伯爵娘子。你成什么体统？墨兰根本没当回事儿，但一旦她认为这其中涉及到对待庶女的不公正，这个事情的性质就变了。这样的敏感不是墨兰独有的，《说文》中定义孽庶子也。这个孽的意思就是树木主干之外旁出的枝条，即使剪掉也不影响家族这棵大树的成长。离开周礼定下的宗族继承这些有利于宏观控制的规矩，只从微观入手，这些庶子庶女亲历同父不同命的遭遇是从小开始的。恰巧这个过程也是人生观建立的年龄段，全天下的庶子都看着嫡子独吞资源，听着别人定义自己庶出，一出生就比一个从小生活在一起的某个兄弟姐妹贱。这样的心理重压之下，没人会对这个概念不敏感。四姑娘，你很该去看看的，就算见不到本人，门缝里瞧瞧也是好的。那伯爵娘子长什么模样，你若知道了，日后要是有个什么喜宴马球诗会赏花的，那你也知道他是谁了。若要投其所好，以后也有个根据，不是？就是委屈我们姑娘。所以去偷看的主意是雪娘出的。雪娘和林小娘、刘妈妈和大娘子这两段主仆关系，在他们应对主家女儿的时候，不经意地展现了出来。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呀？还要重新梳头发、换衣裳，累得慌。刘妈妈的强迫性动作说明了这位嬷嬷在内院的地位，她不只是大娘子的外置大脑，也是如兰的半个娘。多年的陪伴让他们的关系超越了主仆，更像亲人。所以在中毒事件中，刘妈妈让人动容的表现才站得住脚。这不是忠，而是情。可去了那儿，人生地不熟的，就我自个儿。老天爷呀！我陪娘子去。那怎么行？你这么体面的管家婆子，去乡下，你怎么习惯得了？我这种粗人有什么不习惯的？儿女都成家了，没我也能过。孩子他爹替大娘子您管着庄子，我就陪您去念经拜真人。再说了，你这么好的大娘子，怎好少了我这个忠心的狗腿子？而吴大娘子上门后，雪娘的动作多是探查打听，对答多是与林小娘，他们的关系也超越了主仆，但不是亲人，而是合伙人。在雪娘眼中，这对母女是她向上攀爬的杠杆，穷尽心力的盘算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生意总归是生意，形式契约结束之后，还能指望留下多少情分？既然你这么不顾及旧情，连手指缝里给点活命的钱也不肯了，就别怪我说些闲言碎语出去。你胆敢说出去一个字，小心你剩下的那条腿也保不住。所以多年后，历经种种，墨兰再见雪娘的时候，两人谈的仍是生意。我好端端一个四姑娘，要从后厅过去，还要拜在屏风后面望。
这样子未免太难看了。我认为这是墨兰心中那个没被歪曲教化的小姑娘的最后一次挣扎。姑娘想差了不是？什么难看不难看的，该做的时候不做，日后后悔了，肠子都青了。雪娘的这句规劝让墨兰下定了决心。我让你帮我刺绣品，那是看得上你。反正你要是误了我给大姐姐的呼吸，我可饶不了你啊。看上去是如兰在逼明兰做绣品做吃的，但从明兰的反应来看，她其实是有选择的。在如兰咋咋呼呼但毫无坏心的性格之下，明兰对如兰的感情没有那么复杂。如兰是被惯出来的，这其中也有明兰的惯着如兰是心灵手巧的妹妹对手笨语直的姐姐的亲情，但无形之中给自己减少了一个敌人的计算肯定有，但计算和亲情之中，亲情占到了绝大多数。听凭吴姐姐去大娘子那儿去告状去。哎，我，姑娘，哎呀！两人发现墨兰，如兰好奇的要跟了上去。明兰并不知道墨兰要干嘛，但从小习得的谨慎告诉她躲为上计，奈何被如兰强行拉走。如兰看到墨兰在偷看，没有出声，也只是抓了墨兰一下，告诉你老娘逮到你了。墨兰第一反应也是捂着如兰的嘴，这说明此时两个人心里都非常清楚此时的动作有多失礼。而墨兰随后就一把把如兰拉到身边，强行逼如兰跟自己上船。犯了同样的事儿，你就没了我的把柄。明兰虽然在场，却惶恐而谨慎，紧张地站在一边，没有上前。随后意识到离开才是最佳选择，但这回拉住他的是墨兰。墨兰已经打定主意，既然被发现了，就都跳进来算了，法不责众，责了也轻些。若说汴梁满城宫贵，论才学，论样貌，吴妹妹觉着谁家二郎更好些？四姐姐这话说的，倒像是宫里的公主娘娘。这汴城满城宫贵，好像随你挑了呢。只可惜呀，这心气儿再高，也攀不上齐国公公府的门楣呀。来到前厅，发现如兰其实也没被叫进去。墨兰心中的愤懑已消，此刻全是少女情怀作祟的好奇。而如兰一句话直接把她拉回现实，并再次燃起自卑的怒火。两人一下子又进入了对峙状态。明兰恰好站在他俩中间，左右为难。而墨兰脸上越来越明显的凶意，让两人惊惧，逐步后退。明兰甚至挡在了如兰面前。这个举动，我认为就印证了前面的猜想，明兰日常是惯着如兰的。如兰看上去的欺压，都是感情较好所带来的任性。如兰日常最骄傲的就是自己嫡女的身份。墨兰一句：别说是师傅文章了，妹妹怕是连孔孟都分不清的人吧？不知道的，以为她才是淑女。让直脾气的如兰忘了现在的场合，突然大声反驳：你说什么？这一声一下子惊动前厅，墨兰顺势说了句瞬间计划好的台词，将两人推了出去。这一期讲到这里，墨兰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想好了后招。在前厅众人看不到的角落，她完美的将自己摘了出来，而同时犯事的明兰、如兰却无法互相自证。墨兰心中有两个女孩，一个是林七阁的产物，一个是心怀粉红的少女。我认为将如兰、明兰推出去的一瞬间，纯粹的林七阁墨兰彻底胜出，那个全是少女情怀的墨兰消失了。思维模式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长年累月的影响。总有那么一个瞬间会让人长大，长大那一刻的感悟所获得的，无论是甜头还是苦头，都促成了生活哲学体系的建立，也就是思想层面的成人礼。明兰的这一刻发生在魏小娘离去的床边，虽然只有5岁，但懵懂的她在潜意识中就确立了未来自己的思考模式，这就是她看上去早熟的让人心疼的根源。而墨兰的思想成人礼就在诬陷成功的这一刻，她尝到了斗争的甜头，这印证了母亲和雪娘多年来对自己的教育无所不用其极。于是一种特殊角度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在她心中确立，这就是她悲剧的源头。她的道路正是走向了不顾一切的斗争。她亲手在骆驼身边放下了最后一根稻草，骆驼趴下触碰了骨牌，骨牌依次倒下触碰无数机关，他都遵循了此时的选择，决定了骨牌倒下的方向。
直到终点，走到他从没想过的悲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这段我们从小诵读的《三字经》，可能就是对墨兰转变的最完美诠释。到了此时，我们再回看一下代表3个母亲对子女教育的符号。明兰是《战国策》。明儿，触龙说：“父母之爱子，则为知己深远。”你可知道什么意思？如兰是《千字文》。你赶快背你的千字文。现在是在船上，你可躲不了你爹爹要查功课。墨兰是《春江花月夜》。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以这些为标志，追寻其中的含义。魏小娘希望明兰有事业，不拘泥于方寸；王若甫希望如兰稳扎稳打，不过于强求；林七双希望墨兰掌握生存所需要的社交技巧。这都是生活环境给各位母亲产生的影响。以这个系列第9期为理论基础，当时的魏小娘没有出路，她的希望只有腹中的孩子，搏一个机会。她深知明兰有出路，但这条路上荆棘丛生。她要求女儿有高远的视野，才有高远的生活智慧，才能趟过这片危险的密林。王若甫是从配享太庙的高门显户中走出来的，虽然嘴上没有明说，但他一直认为盛家能有今天，自己娘家功不可没。我孩子的未来，盛家有责任为其一拼。如兰只要做好当大娘子的准备就好，妥妥当当，平安喜乐。林清霜如今的地位，是自己无所不用其极的拼杀出来的。得意的背后，是经验的总结和深藏的不安全感。一切靠自己，一切靠斗争，所以他希望女儿能和自己一样勇于主力，任何能当武器的东西都要给女儿装备上。为母，谁不在为自己的孩子计深远？但每个母亲的想法和格局是完全不同的。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同，一致而百虑。我是蜗牛，下期再见。你好，我是蜗牛，我想陪你重刷知否，查漏补缺。5妹妹、6妹妹，你们这是做什么呀？木兰的凤雏出题就这样发生了。观看场上各方的反应，红郎和大娘子一脸的夫妻相被惊得站了起来，不可置信地张大了嘴。随后红郎立马冲了过去，他知道此时作为家主，迅速截断这个尴尬场面最重要。距离屏风最近的齐衡，在双兰摔出来的那一刻就懵得说不出来话，反应过来后下意识地走向明兰要扶，听见红郎的动静，刹车停下脚步。人家父亲在场，这种自觉还是要有的。本来倍感无聊的梁六郎则兴奋不已，终于有场大戏了却今日所浪费的时光。长柏慢慢起身，在他不爽的眼神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幕。2个妹妹摔在地上的一瞬间，雪娘跳了出来，精准的时间拿捏让人确定雪娘在门口等着。林小娘的高等女史等在门口，就说明眼前的这一幕跟林七阁脱不开干系，这其中的关系家人最懂。我相信长柏看懂了。吴大娘子也缓缓起身，远远地望着，听着红郎责问和墨兰的反应回话，她忍不住原地轻笑。这一幕被刚好回头的王若甫看到，场上的尴尬震耳欲聋。王若甫转过头，尴尬在脸上变成了愤怒。他也看到了雪娘，其中的弯绕可能暂时搞不清楚，但他确定这必是林七阁搞出的幺蛾子。可吴大娘子在笑什么？是嘲笑盛家家教不严吗？其实不然。听说那是个嫡女，你见过谁家的姑娘这么露脸的？他并不觉得这出屏风事件是什么丑事儿，反而对摔下来的姑娘感兴趣，这就第一次表现出了他的喜好。他所喜欢的是与众不同的天真自然。他首先注意到的是嫡女，这是宗贵家族的思维定式。如果可以，嫡女当然是第一选择。但亲历了无数议亲过程和亲见无数成亲后纷扰的贵妇圈嫡红娘，不会将自己的选择圈缩小在嫡庶上面。不听说话的意思好像是个庶。这个不打紧啊，那刻薄庶女是没品的下人家做的事儿，你就别卖乖了。那姑娘们要不是知道你来啊，想偷偷相看，何必搞成这样？盛家的女儿们呢，就是太心急了，露了怯。
这不仅说明他还蛮中意这几个女孩的，只是还没有特别关注对象，更是说明他认为三兰是前来偷看梁寒的，这就是他在前厅轻笑的原因。盛家女儿也太着急了吧，我家儿子真的受欢迎，这也解释了吴大娘子后期为什么死磕明兰。马球场上明兰的表现让他打心眼里看上了这个勇敢洒脱的女孩，而且他还对自己儿子感兴趣，这岂不是天赐良缘？当然这其中还有着吴大娘子的盘算，她为何如此急着娶儿媳妇？只是单纯喜欢明兰？她真的是模范婆婆吗？在线警示，妈宝男的妈妈也不是善茬。吴大娘子调侃了盛家姑娘，梁六郎的脸上自鸣得意的味道冲破天际。姑娘们为了来看我打起来，这多牛啊！此时镜头切到了齐衡的马车上，能看到他满脸的回味。我心里气着他好些日子，可一见着他，我又觉得有趣。他一直迷迷糊糊，不然就躲躲闪闪，不爱让人请。你几时见过他今日这样？真是又可怜又可爱，我能记上10年呢。不难判断，齐衡这时和梁家母子一样，觉得明兰是来偷看自己才犯了事儿。2辆马车4个人，只有不为是清醒的。舅公子你也有行孝。那些做主子的人在这一幕自作多情似乎成了标配，这很容易理解。什么是主子？花钱让人顺着我，久而久之就习惯了。宇宙为我而绕，世界由我而生。话到此处，你有没有发现在前面的场景中，梁寒对墨兰的第一印象非常的好，边上的那个倒是十分娴静，像是被地上那两强拖了。但印象是温顺娴静，是他心中的理想形象。这说明了一个问题，他看上的是墨兰的伪装。直至玉贞观大床房，他都认为墨兰爱他爱的不惜一切，他处在了一种自我感动的状态之中。他爱的是爱我爱到放弃一切的人，这是典型的主子心态，因为他爱的其实是自己。那个能为自己飞蛾扑火的人，是最顺着自己的那一个。直到陪着这个他心中的飞蛾回娘家的时候，被那个顽劣的小姨子打了当头一棒。林晴霜纵女偷情，这才成了这门亲事。你当日恨得咬牙切齿，可如今这才过了多久，全忘了吗？胡说些什么？这都没有的事。什么没？六姑娘，你要谨言慎行才是。原来我感动的都是假的。你何止是打了我的脸面？什么？你为什么要嫁给我？我心爱于你啊！你胡说！你分明是妒忌你六妹买通了盛家的门府，与我在玉清观私会，都是你和你小娘一手商量好的。你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是真的。顺从才是梁寒之所好，不是诡计。同样的逻辑拿来看另一个问题，齐衡和顾二的感情为何最终是顾二胜出？齐衡和梁寒一样，看上的是对方的伪装，只有顾二爱上的是真实的对方。郡主封死所有出路，齐衡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堵住明兰。明兰被这份痴情感动，许下诺言。她不是不知道选择了这条路意味着什么，可齐衡不会知道明兰的许诺意味着什么。我知道齐家龙潭虎穴，郡主性格刚烈，国公位高权重，我人微言轻，嫁过去之后免不了要日夜警醒。但是为了小公爷他这么待我，我愿意豁出去的，我愿意的，祖母。祖母，你原谅孙女的不幸，你责罚我吧。明儿，那你日后可有吃不尽的苦头啊！这是明知危险的纵身一跃。在这一刻，他第一次见到了真实的明兰，勇敢无畏、不顾一切的他。但齐衡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刻明兰的不同，他认为自己的锲而不舍最终感动了明兰，自己的追求和所想真的成了，他的所爱也是自己。
是潜意识中那种对抗母亲的快感和对明兰一无所知的想象。但顾二眼中的明兰却一直都是真实的。出狱之时，他看到明兰为了保护姐姐下场投湖，他看到了明兰为了保护母亲在大街上狂奔。回到京城，他看到明兰在齐衡的恋爱脑之下左右为难。明兰在学堂上真知灼见，是触及内心一刻，短暂的卸下了伪装。在马球场上，嫣然的泪水让他触碰到同样失去母亲的阴影，再次脱下伪装。你不知道的，他日子过得很艰难。回酉阳老家的路上遭遇水贼，意外被救。无论是面对生死还是远离汴京，也让明兰突然忘了伪装。自己的弟弟还没出生，就活活憋在肚子里。我四处哭诉，四处哭求，却只有你这么一个陌生人帮我去找郎中。事后人人都不肯认账，个个都哭得真情实感。过了以后，人家依然是一家和美，天伦之乐，我就只能明哲保身，每日装的守拙安静，这也还是依仗我祖母的垂怜悉心教养，不然的话我都不知道要死多少回人。宫变一刻的惊心动魄更让他无暇伪装。二叔，二叔，别怕，全死光了。命运的安排之下，顾二看到的都是真实的明兰，他爱上的是明兰，而不是盛宅内的六姑娘。真实的明兰从来不是六姑娘般犹豫不决、畏缩不言，那都是盛府宅院赖以生活的保护色。明亮纯情的少年恋上了自保的伪装，腹黑钟情的冰痞爱上了破茧的真实。齐衡投入了真情，可这份情却不是明兰的所求。这两个人，一个如初春，爱温暖的像鸟鸠中轻轻起舞的花青，一个如初冬，爱谨慎的像风声中摇曳不停的灰鹤。可初春之暖难以融化初冬之伤，能驱逐深秋已远、冰雪未知的寒意的，只有如盛夏般野性的炽热。那份爱应该浓烈的像蝉鸣中纹丝不动的清墨，拖着灰鹤成为玄清，同流混清浊，高丝入玄清。回到剧情，马车上不为看似唠叨了一段话，信息量爆炸。平日我都为公子瞒着，好在六姑娘懂礼数，纵使公子非往上凑，她恃宠不骄，否则还真瞒不住。娘娘可不喜欢公子这样。今日边上站的又是永昌伯爵的娘子，她那口舌了得。公子你去扶盛家姑娘，那要传扬出去，那就坐实了。要是娘娘知道，非上盛家门来不可。要是娘娘上门，盛家姑娘得挨个回话，可不知道娘娘会问什么。公子往日做的事，怕是都兜不住了。他不会不知道。那可未必，娘娘为了公子，事事都紧盯着呢。再说，公爷关切着，每日回去，什么事都要查问清楚。一、不为视角之下，齐衡过去这段时间的行为都不恰当，不为一直在擦屁股。二、不为意识到吴大娘子是舆论圈的漩涡，她在场时要保护六姑娘的名声。三、郡主对齐衡的事情事无巨细都要过问，且有危险隐患。除此之外，齐国公也同样的盯着。不为为何要瞒着齐衡的心意？他其实是在保护自己重要的人，他为了保护齐衡而去保护齐衡喜欢的人，因为他知道，如果明兰掉入泥淖，齐衡除了难过做不了什么。这是他站在齐衡角度设身处地的感受并决定，这是齐衡没有的能力。在这段不为的台词中，齐衡回应了4次。公子小声点，别让我的王胡子听见。怎么？什么不好的？有什么可瞒？瞧给你吓的。他的毫不在意，其实就是无法共情明兰的直接表现。他无法设身处地的去考虑明兰在他的攻势之下会面临什么，事发之后会遭遇什么。他所在乎的只有自己沉浸在恋爱粉红泡泡之中的体验。他一直迷迷糊糊，不然就躲躲闪闪，不爱让人请。你几时见过他今日这样？真是又可怜又可爱，我能记上10年呢。生六姑娘，就只差把我扫除。同时，这也是他无法共情不为的直接表现。不为的所作和所劝，他视而不见，甚至厌烦。这样的无法共情，使得这番话成为不为惨剧的预言。
不韦在马车上的陈述已经站在明兰的角度，站在齐衡的角度，将危险全部铺了开来，唯独没想过自己的危险。小公爷，小公爷，禀大娘子，不韦断气了。剧播了好几年了，齐衡没有护住不韦，一直都是他的大黑点。今天我来冒个险，聊聊自己的想法，以下论述全为个人解读。在齐衡的人生中，不韦的重量无以伦比，这是郡主高压环境中的唯一宣泄口。这里有个经典的对比案例，就是如兰护仆。怎么样了？喜鹊姐姐被打得青紫，听说五姑娘扑到身上挨了好几个板子才没被打死。我把咱们房里好的药都留下了。注意，此时两个环境是不同的。如兰是全程在场，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她不管发生了什么，直接扑上去了，这与她日常的人设是相符合的。而郡主下令打死不韦的时候，齐衡在别院绝食，听到消息，他第一时间冲了过来，开口就喊着：“你这是要做什么？不韦他做错了什么？”这个态度对于从小蜷缩在母亲之下的齐衡来说，已经出了红线了。无法共情是齐衡所在阶层的养成结果，但这个角色的底色绝没有俯视的残忍及冷漠，他从来不是明知但故犯。是的，他没有扑过去，可一切发生的太快。郡主发出杀令的动机不是愤怒，而是恐惧，这是非常急迫的严令。是不是你不打紧？你说不说也不打紧。横竖今日，我是要打死你！打死不韦是他从秦氏宴席回来的路上就下定的决心，不韦必死，齐衡无法左右。真正把他推向死亡的是形势。回看那场春光灿烂的马球会，齐衡下场和明兰打了马球赛，这一举动被动地将自己和明兰同时推向了风口浪尖，成为贵妇圈的当红八卦。在这些八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县主看上了齐衡。容妃早就希望和齐家联姻，郡主一直在躲，偏就此时雍王妃也上门商讨联姻，左右为难的郡主无奈之下抬出容家挡枪。那容家最先有意和我们结亲，容妃已经召我进宫2次，明里暗里的也说了好几次。金明池外的马球赛上，雍王的女儿嘉诚县主对你一见倾心，回家就央求父母做主，雍王妃便登门来试探，我左右为难，两家子都得罪不得，只好说了实话。真就非齐衡不可吗？这不是一场儿女情长争风吃醋，而是高位权力的角力。如果两位贵女看上的是一个戏子，一个马夫，雍王府会动用力量去除掉容妃宴吗？让他们认为值得的是齐国公府站队的价值。郡主为皇亲国戚，是大内旧势力的标记物。齐国公在朝堂上话语权不多，极易拿捏，但公爵地位又是朝堂旧势力的标记物。由此看来，齐家太适合在夺嫡征战中拿来做宣传攻势。齐衡在无意之中成为了权力的战利品，他的选择代表的就是齐国公府的服从，所以从容家手里夺取齐衡是送到嘴边的宣传素材。雍王顺势安排容妃宴被玷污，是给各势力的杀鸡儆猴。一个众星拱月的贵女被人当街劫了，找寻许久无果，被光天化日的扔在街头，在不知道多少人看护的情况下，她自枪了。这个皇家亲眷的死亡，在各个势力眼中都可能是一种局势的直接警示。这个事件的本身，一个年轻女性的死亡不再是重点，重点的是她的死背后隐藏的是雍王只手遮天的实力。此事一出，所有家主实际上已经被逼入必须选择站队的境遇，但雍王没想到，狗急了会跳墙，兔子急了会咬人。如此行径直接逼急了容妃，她占了眼王。眼王也看大势已去，一不做二不休，和容妃里应外合，剑走偏锋。此事
暂且不表。雍王妃解决掉容飞燕，自然会将当红八卦中的另一个女主明兰纳入视野。堂堂宠妃胞妹容飞燕尚且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尸骨无存，一个五品官家的庶女挡路，只能走向毁灭。但盛家的地位还进不了雍王的法眼，掐死明兰对雍王妃来说和掐死一只蚂蚁没什么区别，所以并未放在心上。回看小秦氏举办的答谢宴上，太师家的嫣红不远万里跑到尾席的动作引起了雍王妃的注意。郡主娘娘凭你说话趾高气昂的，见人说话比我们都常听。这会儿在雍王妃面前却装出一副避猫鼠的样子，知道是何元妃吗？那边最末席坐的是谁家的官眷？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他可算问对人了，直接问到唯恐天下不乱的小秦氏身上。秦氏美滋滋的点了一把火，顺势就将盛齐两家的渊源摆了出来。原来那个就是盛家的，可不就是他啊？那叫过来，我仔细瞧瞧。不得已，郡主只能接招。一个烧水丫头，一辈子都没进过主人的屋子，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如今啊，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蠢材真的不少，一个个的觉得沾上了一点王府公侯的枝叶末梢，就觉得自己也有了身份。听到这种事情，我都觉得好笑，气都懒得生了。郡主以明兰地位低下为由头，挡下了这一枪。他本身是确实看不上盛府的，但这一出实际上是自保。容飞燕的死，无论是容妃还是舆论，都已经将账记在了齐家。如果这个盛家庶女真的被雍王妃叫到身边问话，相当于坐实了所有八卦。如果雍王妃掐死明兰，一方面这个死债又会记在齐家身上，另一方面容家会觉得容飞燕更冤，替死鬼一个，容家对齐家的恨会瞬间倍增。谁知道这个官家宠妃能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可没想到，在我颤巍巍的保家保子的时候，这两个人在我眼皮子底下，在雍王妃眼皮子底下私会了。这事儿不去解决，不知道雍王妃能干出什么事儿。我能知道他俩私会，难道雍王妃不能？难道容妃不能？你们当我死了还是瞎了？在雍王一家子眼皮底下变戏法，这要是让王妃知道了，那还得了？回府的路上，郡主就已经下定决心处决不为。传了出去，就是这个奴才存心搞事儿，撮合公子小姐相见，没见过世面的贱玩意儿作闹，小孩子不懂事过家家罢了。另一方面，即使两人在宴会上没有私见，马球场上的八卦也依旧还在。无论是县主在意还是王妃在意，这事儿总是要追究。打死不为这条线，绝了他们这个顾虑，是自保的上策。所以不为是以齐衡为标记物的权力斗争中的牺牲品。这些藏在表面之下的步步惊心，齐衡一概不知。如果不是别无二法，郡主也会继续保护着这个独子，让他沉浸在独属于他的天真烂漫之中。可时局不允许。这期讲到这里，我对不为的意难平可能有点离奇。在我的理解中，不为死的那一刻，齐衡人格中的一半消失了。从某种角度看来，齐衡和不为可以合并成一个人，就像一个人的两个人格。不为的名字可能出自于《论语·子张篇》第19，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至远孔尼，是以君子不为也。意思是一般的技艺也一定有它值得欣赏的地方，但长期关注于此，恐怕会陷于执着的困境，所以君子不要去碰它。在这样的理解之下，齐衡为君子，不为则是他无法碰触的小道。齐衡本体人格代表的是浪漫且无数，而不为人格所代表的是共情且克制。多年以来无忧无虑的君子，在不为死后的一系列事件之中，不得不撑起所有，直面自己不曾面对过的困局。在郡主被皇后无视而崩溃之后，他突然想起不为。不知道不为上了奈何桥，喝过孟婆汤没有？不为啊，你在看着我吗？你看到了我此时的无助了吗？不为之死催着齐衡成长，那个能跟他携手并进的缺失人格的具象化消失了。单一人格让他将对明兰的意难平无限放大，爱而不得的痛苦成为一片乌云笼罩他的人生。这些
让浪漫在无约束环境之下演化成为偏执，偏执滋生嫉妒，嫉妒催生偏激，最终救了他的是绅士，一个充满了烟火气、懂规矩、能共情的女性。在他身上，齐衡再次找回了自己缺失的人格，非思量处，无助而助，黎明向时，不为而为。我是蜗牛，下期再见。你好，我是蜗牛，我想陪你重刷知否，查漏补缺。这一期是屏风局的最后一期，这是一场影响了盛家局势的大戏，牵扯其中的是盛家的所有女眷和主君红郎。这场拉扯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盛家宅院中的金字塔，先是三男之争演化为父女之争，随后呈现妻妾之争和夫妻之争，而在所有争斗的顶端则是盛家老太太。祖母向我们具象化地展示了什么叫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王耀福在这场由小辈引出，实则胜负权势争夺战中乱了阵脚，连庶女墨兰都敢咬他一口。既然学林清霜不管用，那就只能求助老太太。母亲，怎么了？来，坐下说话。王耀福未语先流泪，铺垫给做足了。求母亲劝劝官人，饶了他们吧。开门见山，直抒胸臆，他已经被逼得没办法了。可我毕竟不是官人的亲生母亲。老太太说的都是客观情况，但这事说出来，王耀福五彩缤纷的表情立马木了。从祠堂出来，在背后说老太太的话已经传到了他耳朵里。这老太太既不是官人的亲娘，自然也不是这六丫头的亲祖母，能疼她到哪儿去？摆摆样子吧。要说运筹帷幄的基础，就是搭建完整的信息网。在这事儿上，林清霜可比王耀福强多了。可得让大娘子快点，这多少只眼睛盯着呢。芝婆子，这个家究竟还是我们盛家的，并不姓林。就在王耀福咬着牙硬顶的时候，老太太说了一句让我很久没想明白的台词：这是用荔枝壳揉在碱虾里做的灰，又搭上陈木，我想味道一定是好的。这样一个毫无由头的台词，必定隐藏着信息。苦思很久，我猜祖母说的是包装的概念。宋朝是中国香文化的鼎盛时期，宋人上荷香，不同的配方就有了不同的意义。制作者会在荷香注入独特的审美意味和哲思。苏轼采下眉心春雪，自制雪中春信香，便是他摒弃杂念，存感念天地和爱美之心。而祖母此时制作的香，可能就是他的思想。香道中素有富贵四合之称，分别是沉香、檀香、龙脑、麝香。可这四物极为昂贵，不符合文人视金钱如粪土的调子。后又出现山林四合，分别为荔枝壳、甘蔗渣、干柏叶、黄连。陆游在《焚香赋》中写道：抱丹荔之衣，装芳兰之酌。其中的丹荔之衣就是荔枝壳，自然之香，视之为雅。这是一种极易取得、廉价却有着清雅之意的材料。祖母的配方中有3味，分别是荔枝壳、碱香和陈木。碱香即为乳香，乳香是橄榄科卡氏乳香树的干燥树枝，产自红海沿岸的索马里和阿拉伯半岛，由宋代发达的海事贸易带入内陆，极为流行。在《清明上河图》中就能看到一家香药铺，刘家上色陈坛碱香铺。南宋赵如是在《诸藩志》中将乳香品级分为13等，香之为品实有3，其最上者为碱。沉香为富贵四合之首，而极品出自海南。余地纪胜记载，沉香出万安郡，1两之值于100斤等，其价格在宋朝就已经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地步。那么祖母的这个香方是什么意思呢？以不贵但清雅的荔枝壳为主料，糅合极品乳香，再搭配奢侈品陈木，最终呈现出极好的荷香，这就是所谓的包装。祖母在告诉王若福，清雅但尚且地位不高的盛家女儿，就如雅致常见的荔枝壳，经过包装就会成为人们口中的贵女。这第一层包装就是贺老太太的来访，以碱香指代。永昌伯爵府的吴娘子，她早也不来，晚也不来，你当她真是来看我的？她不过是听说白石潭贺家庄老太太要来京，
他特地来探问探问的。召唤贺老太太的动作不只解决了华兰的问题，让明兰见一下小哥哥，还悄无声息地提高了女儿们的身价。这消息一出，连吴大娘子这样贵妇圈的红人都要巴巴地上门打探，无形中盛家女儿的品牌价值就带上了拥有珍稀资源的贵气。第二层包装就是孔嬷嬷的来访，以陈木指代。我在宫中住着的时候，有个姓孔的小宫女，宫里的孔嬷嬷。对。孔嬷嬷历经宫中无数贵人、无数腥风血雨的洗礼，最终全身而退，归养田间。这样的老嬷嬷已经不是普通的教养嬷嬷，人脉、事业、手段都进了化境，这可不是谁都能召唤来的老妖怪。她的教养是奢侈品，这还只是盛家女被孔嬷嬷指教过的消息传出去的品牌效应。等他们真的被这个老妖怪教了，那女儿们在方方面面的提升就是实打实的了。祖母说的是，经历这2层包装，盛家女儿的家教就无从指摘，这样盛家家教不严的流言就不攻自破，就不需要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惩罚了，人就能放出来了。可王荣福当然是理解不到了，他说，母亲做的香一定是好的。另外，在这一段镜头之中，可以看到祖母拿着一个与现存于浙江博物馆的北宋越窑青瓷直壶极其相近的水壶，用前面制作的香继续制作沉香熟水。熟水是宋代非常重要的一个饮品类型。祖母在剧中展现的制作过程几乎完全复刻了《士林广记》中记载的沉香熟水的制作方法，用净瓦1片，灶中烧微红，安平地上，焙香1小片，以瓶盖定，约香气尽，肃清滚汤入瓶中，密封盖，使用越窑上品制作奢之又奢的熟水。不经意之间向我们展现了祖母的贵气。她毕竟是宫中长大的侯府独女，有强大的闺蜜团，无可厚非。可她悠然自得的在家做熟水，真的不心疼明兰吗？去给她送2个好垫子，她不过是个陪绑的，跪那么规矩做什么？去告诉她，别学那些不懂变通的酸夫子。早先老太太还说随她跪去吧，现在心疼啦。去。他一发话，红狼怎么着都得放出罚跪的双蓝。可如果他这么做，就触及到了圣父已经定下的权力分配，本来相安无事的界限感就会被打破。祖母可是盛家曾经的家主，识得大局，认得大体，是他的基本素养。他读得懂红狼必须要罚的理由，也明白明兰是被拉去做陪的。这是一次祖母以整治宅院为目的，降维打击的操作秀。他稳坐钓鱼台，看众人乱撞，等愿者上钩。它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从外客离去的盛家前厅说起。错在哪儿了？错在女儿不该不经传召，擅自闯进前厅。责罚的进场省略了所有铺垫，直接从打了明兰、质问明兰、明兰回话这3个动作进入。而明兰的回话是干净利落的认错，这里潜移默化地描写了明兰的观局能力。再看如兰，她抱着手，说明在镜头出现之前已经挨过了打。什么传召不传召？这家里还有什么地方是做女儿的不能去的吗？这家里还兴盛吗？从如兰和明兰的回应又能看出2个人对于圣府的不同认知，这是对于家的归属感的问题。家是什么？属于我的领地。当然在那个时代还有着理智的束缚，前厅和后院有着重重的说法，但如兰就是认为这是我家，我爱去哪儿去哪儿。如兰这种肆意纵情越来越觉得是一种福气。孔子的糊涂是中庸，老子的糊涂是无为，庄子的糊涂是逍遥，墨子的糊涂是非攻。世间万事糊涂最难，可就有这么一种人得老天宠爱，从不识得殚精竭虑，日日想尽怡然自得。不过操心的人可以想办法弥补缺失。明兰是个敏感的人，对这所宅院可从来谈不上什么家的归属感，勉强喘口气儿的地方仅在祖母院子的方寸。她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轻易放下警戒和伪装，甚至包括祖母和姑二。明兰如今在家里头谨小慎微，就连明丫头因我忍了不少事，从不给我添一丝丝的麻烦。这就是祖母为何一直心疼，这也是为何姑二婚后一直烦恼并撒娇耍赖。下次我套了车去接你，一定不让你淋着。
我气的是这个吗？那是什么？盔甲穿久了，就如武身之夫，想要卸掉没那么容易。郭二看上去幼稚的表现，都是他对明兰的强行救赎。他蛮不讲理地喊着：“有我在，你不需要伪装。”爹爹说打就打，怎么厚此薄彼？说到去签订，我们3个都去了，为什么只带我们2个，不想墨兰？这是墨兰等了很久的一句话，她胸有成竹的第一次跪下，进行了第一次示弱。妹妹说的是，自打大姐姐出阁以后，家中女儿就属墨儿最大，今日却没能照顾好妹妹们，闯下了大祸，也请爹爹一同责罚。如今我是大姐，姐妹错而我有同责，这句话又稳又准，用有责来说我无罪，用担责来说我懂事儿。我总觉得林清霜已经把《孙子兵法》中的赢者示弱嚼透了，兵者诡道在他手上信手拈来。我被人耻笑，被人唾弃，被人瞧不起，这些我都认了。我对你是一片知心，情深不能自抑呀。如今墨兰只模仿了皮毛就顺风顺水，如入无人之境。可王荣福的这招翻车了不知道多少次，看到就怒，用不着你说话，恨不得此时就下场撕了墨兰的嘴。墨儿，此事与你无关，你起来。王荣福又惊又怒，娘老子搞完，闺女搞，你们放了我行吗？爹爹教训你，你还不服气是吧？我狠狠罚你，你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你。这母女俩不知，如今这事儿有3个点：未经召唤而来，摔出屏风之惊和顶撞长辈之过。前2者被吴大娘子看了去，势必外传，如不惩罚，必成非语。红狼惩罚势在必行，是做给外人看的，但如兰的反抗加大了惩罚力度。如兰、墨兰、王若福此时都一脑子浆糊，没意识到无论是解释还是逃责都没有意义。姐姐罚我们私闯前厅，坏了家里的规矩，又怪我们摔出来吓到客人，丢了春家的脸。可是私闯前厅是墨兰带我们来的。注意如兰这番哭诉之中明兰的表情，她急死了。这吴姐姐咋就想不明白呢？我还不能说。再回想明兰当时认了什么，未经召唤而来。对的，明丫头从一开始就拆出来了。从结果论来看，无论是被谁逼的，被谁拦住，最终都是未经传唤，到了前厅，认了就认了。我认了我该认的，其他我可不认。反正无论咋样，他都要罚。早点认了还能轻点。再看墨兰，如兰说道，丢了盛家的脸。他抬头去看红狼的表现，是墨兰带我们来的，他赶紧回头去看如兰，可只看了一下，他就去瞄明兰了。虽然他也没想明白红狼此时动作的目的，但他知道盛家颜面是个敏感词，而且明兰的证词才是此时跟如兰对峙的关键。焦急之中，如兰越说越多，别等下圆不回来了，先堵住为上策。于是打断如兰第2次跪下。他们兜个圈儿，说到底，我是大姐姐，我没能管束好妹妹们，请爹爹一同责罚吧。既然明兰认了，那我就跟着认，假话夹着真话最为可信，这可是林清霜的真传。你撒我！明明就是你带我们去的潜逃，六妹妹，你说话呀！可以看到墨兰瞄明兰的表情十分紧张，多年以来她确实得名师多次示范表演，但实操起来总是声色紧张，心里没底儿。可如兰这般操作就是把队友推了出去。明兰的计划是认错然后隐身，这下可好，前功尽弃，被逼到强行站队上。如果必须站队，那我就只能站队公道，说了实话。是四姐姐在我们前面就去了。小六，你怎么也被五妹妹逼着胡说呀？此时墨兰心生一计，利用所有人都知道的明兰在府内的生活状态，去否定明兰的一切证词。如此这般，无论明兰怎么说，都有可能是在如兰压力之下的言论，而且可信度极高。随后转身无视如兰，故技重施，敲了黑板画了重点，以有责来说无罪。女儿是跟妹妹们在一起，
妹妹们犯了错，女儿未能管束好妹妹们，爹爹一同责罚吧，也好叫五妹妹顺气。看看你姐姐，墨儿，你比他们都大，好孩子，事事都想着护着妹妹。起来吧，跟你姐姐好好学着点。这里是红狼偏心的具体表现，偏心来自于对林清霜那副伪装的偏爱，那副柔弱可人的面具被墨兰有样学样，无论在姐妹中如何不饶人，在父亲面前惯是温顺可人。墨儿的乖巧让红狼心疼，如儿的莽撞让红狼来火。一碗水斜着端，让如兰的委屈到了极点，站起来就要打，被众人按住。什么好孩子就是个骗子，你睁眼说瞎话！我没错，明明是他诬陷我，我不怪。你还说你没错？就算是墨儿想推你，他也得有的你可推才能推呀。这场上三兰只剩下如兰还没认未经传召而来这件事儿，偏心是真的，可他这句话是偏心多一点，还是想教育如兰多一点，那就要细细斟酌了。永昌伯爵娘子是个最爱张罗婚事姻缘的人，如兰明兰在他面前施了大礼数了，你现在你就这么轻易就放过去，不教训教训，日后传扬出去，还有什么好人家来议亲？不，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红狼的父爱虽是不多，但还有点。此刻他真的有想磨如兰性子的想法，但你可以管理小辈，必须要一视同仁，说收拾一起收拾，厚此薄彼，徒增记恨。可他偏偏就把明兰这个早已认错的人捎带上，把墨兰摘了出来。他现在最想收拾的是顶撞的如兰。虽然明兰认了错，墨兰脱了罪，但如果单罚如兰，王福一定不依不饶，给自己添一屁股麻烦。捎带墨兰，林清霜也一定会千娇百媚的找事情，更一脑蚊子包。他想着祖母应该能理解他的意思，干脆就这么着吧。他偏心的根源依旧是自私的逃避和章法的不正，本没这么大的事儿，因为他的偏心被放大到全家震动。未来孔嬷嬷到盛家，迅速就发现了红狼的偏心和偏心对家宅的影响。今儿若单饶了他，岂非助长了哥儿姐置身事外的风气？日后若手足有事，他们都隔岸观火了，如何办？前天事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貌似尘埃落定之时墨兰的表情。墨兰首战成功，信心倍增，得意的笑容几乎控制不住。曾经心怀如诗的墨兰在这诡异的笑容中消失了。盛家祠堂，被罚的双兰开始回顾白日发生的事情。你这个软骨头，只有我一个人跟父亲争辩，你怎么连话都不说？当初替大姐姐夺嫔宴投壶的时候大杀四方，那叫一个果断。如今是怎么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如兰搜刮脑子找明兰出头的例子，也依旧只有8岁时的一鸣惊人。这7、8年，明兰能忍则忍，能藏则藏，那场大便教给她的从来没忘。吴姐姐，你说了那么多，父亲可有一个字信了吗？吴姐姐是舒服日子过惯了，可我打小就知道形势比人强。这句形势比人强来自于夜神小蝶。那天夜里，他亲眼目睹了黑白颠倒的骗局和无法逆转的形势。一生顺遂的如兰没有经历切骨之痛，如何能了解明兰的清醒，如兰的执着，像一面镜子照出他们的真实。境内的如兰敢拼敢争，境外的如兰未经风雨。境内的明兰畏缩怕事，境外的明兰坚强智慧。吴姐姐，你听，外面的风声有多大？咱们要在这跪3日啊！你还关心外面的风有多大？傻姐姐，风大会冷啊。在这里看到了2个人完全不同的生活能力和成长经历。如兰从来不用操心这些，冷了自然会有人给她添衣加被。可明兰不同，起风了，她知道天冷了，因为不知道她经历了多少个被冻醒的夜晚。而另一个方面，盛家宅内起风了，所有人都动了起来。拿着，可得让大娘子快点，这多少只眼睛盯着呢。
为何来祠堂看人还得给婆子塞钱？这说明林清霜的势力已经大到能架空所谓的管家权，仗你管着，但下人都知道主君偏着谁。刘妈妈也不惯着，大声问了出来：知婆子，这个家究竟还是我们盛家的，并不姓林。王二福进门，双兰一个跪着，一个躺着，他蹲下，明兰立马醒了。一个像安全感缺失的小动物，随时保持警觉；一个像安全感爆棚的小宠物，从来不需要警觉。明兰睁眼看到王若福，没有吭声，恢复跪姿，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母亲如何心疼自己的孩子，硬生生地扛下没有母亲保护的心酸。祖母呢？祖母为何不来保护明兰？这就是我们大神之所以为大神的地方。平日瞧着她多疼那明丫头，这她被打了2鞭子，跪了7、8个时辰，老太太居然看都不来看。幸好当初老太太没把我如儿要过去，这要不然我这心里还不跟油煎一样。当年老太太选了明兰养在身边，王荣福都把这事儿记到了如今，那更需要抬高墨兰身份的林清霜就更加意难平了。老太太没出面，就轻描淡写的把这茬儿翻篇了。王荣福到处乱撞，老太太问做钓鱼台之时，林七格如过了年一般爽快，墨兰更是春风得意，脱胎换骨。事件之后，墨兰第一次现身，她的思想内核虽经洗礼，但变与不变都不影响她对王若福的敌意。祖母、老太太、大娘子安。母亲安好。叫大娘子是恶心你，叫母亲更是恶心你。同为女儿，我安然无事的前去学堂，你家女儿呢？女儿不敢偷懒，正要去叔叔读书呢。五妹妹呢？他对王若福的敌意是多年如一日，但昨日过后，亲身下场赢过一次，底气和胆子就不一样了。让妹妹长些教训，免得日后到了出阁的年纪，私会外男，丢了咱们盛家的脸。住口！那个小贱人！这一巴掌是他宣战的战旗，意气风发，得意洋洋。主君下朝回来了，去了林七阁。红郎也忒狠心了，五姑娘多娇嫩啊！林清霜一开口就是老兵法了，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可要说院里，他最忌惮的势力终是老太太。还有六姑娘，也是老太太手上的掌上明珠。若是跪坏了，老太太可不和你单休。他在试探红郎是否会受到老太太那边的影响。从王若福和林清霜的反应能看到，两个人有了同样的疑问：老太太为何按兵不动？这就是境界不同所决定的视野局限。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看到的是决然不同的。试探之下，红郎没动，林清霜才继续点火。无非就是小姑娘偷偷看了眼少年郎，这端午也能看，元宵也能看，不妨事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次这算啥？往常看得多了。红郎瞥了一下，已经带着烦闷。随后林清霜搬出孟子中的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爱嘛，算了吧。这是变相的在说，女儿长大了，你管不了他们了，就随他们吧。只用2句话就成功的调动了红郎的怒火。算了，你现在不好好教训教训，让他改改性子，日后会成什么样子？可这段关于如兰的教育问题，不是该跟王若福说吗？这是大娘子的职责呀。母亲是最明事理会管教的，她断不会责怪我。要是明兰那个丫头，她最是老实，确实有点冤枉。倒是那个如兰，明明做错了事还不认，偏要盘乌木耳，就让她一直这么跪着。这一段能看到曾经的家主和如今的家主在某些角度确实看到了同样的问题：一，该收拾一下气焰；二，明兰是个作陪的。可五姑娘还小呢，红郎应该多疼她。主母派人来了，说是请主君过去说话。林清霜本想继续，可王福来叫人了，快请她进来，就说马上过去。你倒是做起我的主来了。
林清霜故意用更符合礼节的动作催着红狼的反向操作。奴婢不敢。告诉他让他等着，我这儿正吃饭呢，手上还有事儿。红狼本身可能会跟去，可就这么跟去了多没面子，总还是在林七阁的。他摆了谱，就是我林七阁踩了你魏维轩一头，兵者诡道，以迂为直。你看林清霜得意的，他的红学论文中又添上了一条经典案例，研究对象对于反向操作表现出了明显的应激反应，此成果可广泛运用于今后的培养计划之中，并有推广价值。你这个人呐，就是太宽厚仁慈了，你这是慈母多败儿，你的宽厚用错地方了。红狼对明清霜的评价一直让我想不通，我一直怀疑他是装的。这些个刁仆，他们欺秦霜脸嫩，秦霜秉性娇弱，他抹不开情面，可他又如此真情实意，在林清霜结局看破一切之时，又如此的绝望悲伤。刚才那场回话中，雪娘进场，他也立马用手势让林清霜不要说了，这就确定他真的拿林清霜当自己人，这是一种很亲密的地位认知。所以我最终认为这些都是真的，他对林清霜的感情也是真的，这一切离谱的评价都是情人眼中的西施。在这个视角之下，眼屎都得叫泪沙。可他的感情和对王阳福的麻木，让他将一大堆本该跟大娘子讨论的事儿不断的说给了林清霜。林清霜听了就是一乐，可王阳福没人提点，更是大脑空空，让主母位置的管家作用逐渐出现了漏洞。如此的错位，让宠妾灭妻的后果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这都中午了，官人真是贵人事多。红狼大摇大摆地走入了魏魏轩，毫不理会王耀福的阴阳怪气，这是常态，习惯了，不阴阳怪气才吓人呢。我说句实在话，你的脾气不大好。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在想，红狼这刚吃完就吃第二顿，也算挺敬业的。后来才反应过来，这都中午了，他在林七阁吃的是早饭，让王阳福等到了午饭，所以他即使准备好了演戏，也没忍住先阴阳一下。红狼当然知道王阳福叫他是给如兰求情，可他没想到今天的王阳福不一样。火腿莲子豆腐羹，好菜呀，替我添一碗来。我来添吧。他为啥去添菜？红狼一愣，随后刘妈妈和彩环火速离场，被红狼发现，他一惊，不是，你们在干嘛？要给我下毒吗？这羹我搅啊搅啊，反正是不敢入口。他说着，官人尝尝咱屋新添的笋干。我为啥听着是大郎吃药了？形势所逼，红狼精致地夹起一根笋干，精致地咬了一小口，试探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官人公事累了，外面又冷，吃口热汤茶饭，吃完了再说，不急。王福戴着一副厚重的面具，背着刘妈妈教来的台词，又要做表情管理，又要心理默词，僵硬的像打了过量玻尿酸，皮笑肉不笑。如若是说如兰的事儿，娘子就别说了，如兰也该受点教训才是。红狼搅着手里的羹，没抬头，没看到王阳福的这一刻第一次表情管理失败。听到这话，怒火差点烧毁了面具，表情在一瞬间鲜活了一下。可刘妈妈可能嘱咐过，无论对方说啥都忍住了。她咬了咬牙，继续问道：如兰要受什么教训？你呀，就是太娇惯他，你纵了他无法无天的。你是他爹爹，受了委屈自然要跟你哭的。官人，你这次就饶了他吧。这一整段王耀福都眼崩了，触及他此时最关切的事儿，真情实感一下子就上来了，忘了戴面具。他进入这种状态，你就可以看到红狼反而放松了，对吗？这才是我家大娘子。我本来只想让他跪3-4个时辰就算了，可他怕罚，偏要说是莫儿推的他。你瞧瞧，这都会睁眼说瞎话了，这可怎么得了？王阳福听到莫儿，火力值蹭蹭蹭往上涨，再也压制不住。你们都说我如兰不守规矩，可我华兰这么守规矩，嫁了出去不一样受苦？我还眼睁睁地看着帮不上忙，一着急连带着华兰新账旧账一起算。
你说如兰不守规矩，调皮捣蛋，那华儿守规矩呢？怎么说起华儿？谁家不羡慕我有华儿这么个好女儿？两个女儿，一个在外面受罪，一个在里面受苦。可他们的父亲，一个不管，一个责难，一不小心车轱辘话又出来了，进入两人的日常状态。红狼无奈扔下汤匙，烦躁异常。呀，华儿是华儿的事，如儿是如儿的事，我怎么就不算对华儿好了？最后干脆跳了起来，拍上了桌子。红狼想说的是一码事儿归一码事儿，结果王耀福完全没管他，越说越激动，激动的手帕都舞了起来。从长柏说到华兰，从华兰说到妻妾，又绕回了他的痛苦。红狼的烦闷宠妾灭妻，到了情绪高潮，他突然想起来重点戏还没演，顺势扑了下去。红狼一时不备，吓得一身冷汗，不知如何是好。好啦，坐。可你说这招没用吧？他确实把红狼的厌烦赶走了，开始解释着自己的计划。可他扔人的时候着急的来不及控制力道，甩了王耀福一个屁股墩儿，这你就知道他有多抗拒多害怕了。看你想想啊，这个咱们胡爷本家又谋了新差事，高升了，日后搬出来住，自然少不了娃儿的富贵呀。这其实说明华兰的事儿在他心里，但他无能为力，唯有逃避。王耀福看到红狼气势弱了，又绕回了如兰。你心疼华儿，也疼疼如儿吧。红狼都麻了，干脆把心里的话拆碎了掰开了说给他听。我怎么就是不疼如儿了？怎么这点事理你就是不明白呢？那永昌伯爵娘子是个最爱张罗婚事姻缘的人，如兰明兰在她面前施了大礼数了，你现在你就这么轻易就放过去，不教训教训，日后传扬出去，还有什么好人家来议亲？不，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哎呦，燕爷，这些事儿平常都是应该是你来张罗操心的，现在反而来要我多想，我真不知道你平日里是干什么吃的。王福把所有的办法都尝试了一个遍，最终只能去找老太太，也被动的把整个事件化成了一块荷香，让老太太放在准备好的香炉之中，闻香见幽。祠堂冷啊，母亲，他们娇滴滴的怎么受得了这个北风？那明兰都冻得发抖了，求母亲，求求官人吧。王耀福见卖惨没用，随即搬出老太太的心头肉明兰。他就是不理解老太太和红狼在磨如兰性子这个事儿上的意见是统一的。明兰若在他屋里好好的练字，便什么事没有，偏要出去捣乱，他老子做得对。话止于此，祖母甩出第一个红利，简香贺家老太太一听能解决华兰的问题，王福乐开了花。此时祖母才第一次提了教育如兰。华儿稳重，又能盘算，她这么好，还难免在婆家受委屈。何况如儿性子粗，受不得激，也受不得委屈，更没有华兰的盘算。你就该让她在家里多吃点苦，好好驳她几次闹腾，这才能收心敛气。即使自己到处撞墙，即使祖母苦口婆心，听到这话，王福依旧是满脸的不服气。华兰祖母确实是心疼的，插花品尝焚香这些贵门玩物，祖母没教，是因为华兰成长之时圣府前途并不明朗，祖母没指望高家，嫁入伯爵府是撞上袁家不受重视的意外，这一点成为祖母的意难平，有没为孩子准备好的感觉。也可惜华儿跟不上伯爵府的见识，那些个插花、品茶、点香之类的玩意儿，弄起来不成体统。他那个刻薄的嫂嫂，也是多从这些方面笑他。明兰的婚事，他一直都不想让她高价，计划让她平价甚至低价，有话语权，平安喜乐，所以也没交。可如今这事儿一闹，就不得不亡羊补牢。如兰作为嫡女，高价的可能性很大，就不得不在雅事上做一些弥补。你这么说就不对了。这些鬼玩意儿虽说派不上什么大用场，可上了门第，
又是另一番说法。解释了华兰所遇到的困局，再带入如兰的可能性，祖母第二次苦口婆心地提出如兰的教育。华儿尚且艰难，如儿又何能免？你要是真替孩子想，就该好好磨磨他的性子。王福若有所思，终于有点会意。母亲的意思是？随后，祖母抛出了第二个红利：陈木、孔嬷嬷。宫里的孔嬷嬷，对，你若舍得如兰，我就把她请家里来，好好给两个孩子上上课。若有做的不对的，尽管让孔嬷嬷拿板子打他们。一来磨性子，二来也当处罚。哼，你那个官人也就说不出什么话来了。终于听明白的王这是福围魏救赵啊！母亲不该在归北里当娘子，该去领兵打仗。母亲若领兵打仗啊，那高粱河早就不在他人手里了。你这嘴也讨人喜欢了。这一期讲到这里，分节设计借用了焚香的概念，我将宋代焚香的步骤总结为燃炭、布灰、掘孔、制炭、隔火、放香、闻香、见幽，然后以先闻其香，再观其色，后品其韵的顺序拆解这场胜负大战。在整场事件中，我们在三蓝之间看到了好孩子坏孩子的概念，这是屏风局的第一层争斗，实质上是对于父宠的争夺。墨兰和如兰对决，墨兰胜出，明兰陪跑。在这其中，红狼表现出的偏心，在本质上是偏信。雪娘为何第一时间出现在了前厅？如兰再闹腾，也没哪次像这次一样不依不饶。明兰也明明说了证词，我怀疑过，她其实全知道，毕竟官场多年，这点判断总是有的。可他在林晴霜和王耀福房中对于如兰的评价都是为了讨伐而诬陷墨兰，所以这事儿他如今就是如此判断的。墨兰的招数高明吗？单就一个我是姐姐我也有责任的绿茶言论就说了3次，脸上的表情就差写上紧张了。可他偏就是照单全收，他信的不是墨兰，信的是林晴霜，信的更是墨兰在场上对自己的顺从和生活中林七格对自己的顺从。有这样的主，才有指鹿为马这样的词。父与子，君与臣，有时真的很相似。可也就是这样，从争夺父宠到无视父权，他自己给如兰的弑父之路标注了起点。就是因为如今权威的丢失，才让未来墨兰发出那样的感叹：娘老子想摆布儿子，若儿子想的就是父母想的，儿子便说是孝顺顺从。若不是一条心的，儿子就顾不得孝顺，只顾自己的。爹爹是这样，梁家六郎也是这样，才让如兰再次被审问时无所畏惧，一言不发，仆从被打也扑了上去，因为他比父亲的权威可靠太多了。然后让我们看到了真假大娘子之争，祖母是曾任大娘子，王福是现任大娘子，林清霜是假装大娘子。胜府的女主人到底是谁？王福当然是名门正娶3淑6聘的大娘子，却毫无管家能力，也看不到事件的深层。如今她这般的四处乱撞，毫无建树，能看出她空有管家权而丧失了影响力。林心霜是实打实的妾室，却坐在屋中洋洋得意，从表面看上去善解人意，考虑周全。管家权虽不在手，但影响力十足。这场乱局的根源是宠妾灭妻造成的主母权威虚设。这书香门第、累世官宦，竟然宠妾灭妻到如此地步。早知今日，母亲真不该答应这家婚事，我也不该嫁到这里来。可祖母的一番操作，却让我们看到了真正大娘子应该有的实力。最后我看到的是曾经的家主和如今的家主的高下立判。他们都看到了前庭之事必须要罚，都看到了如兰顶嘴必须要罚。可祖母在这件事情中也连带顾及着华兰的困境，红狼不可能看不到，但没有能力去解决。祖母从无法怀胎的本质入手，
釜底抽薪，而红郎则寄希望于姑爷升官分府的虚无缥缈。对于前庭漏丑影响声誉的解决，祖母不追舆论，让舆论最终跟着我走，而红郎则顺应舆论，满足舆论之所需。对于宅内2个女眷的处理，红郎更是一团浆糊一头包，解决不了反而助长气焰，增加不平。而祖母一子出，众城破。你王府认为我是个摆设，最终你还得求到我面前。3下2下逆风翻盘，不仅解决了家里的问题，还给你正妻撑了腰。林心霜的得意洋洋，我一概不理，本就是妾，我不好插手，但我算到了你会自己打自己的脸。既然孔嬷嬷是惩罚陆子进的府，你无罪的墨兰就不用参加了。可遇到如此稀缺的资源，林心霜又怎会甘愿错过？最终只能认了哑巴亏，一错骄纵妾室的威风。3为孩子们增添了筹码。4也是老太太再次提醒红郎，万事要有章法。万事有章法，你担心大娘子的脾气，也该有办法。或哄或劝或吓唬着，终归得按章成奏。可你怎么办这些事的？屋里原本各有其职，打从你娇惯妾室，轻慢大娘子，就尊卑乱套，嫡属不分了。祖母的运筹帷幄，自有大将之风，轨道在他手上也有着正道的风采。运营如焚香，急不得，傲不得，乱不得，逃不得。寻财未火，手稳如山。明窗严镜昼，莫作消尘缘。即将无限意，遇此一炷烟。我是蜗牛，下期再见。你好，我是蜗牛，我想陪你重刷知否，查漏补缺。又要上学，学究的课不用上了，又来了位嬷嬷，哎呀，刘妈妈。双兰终于被放了出来，如兰心想，有完没完了？本来学堂就够吃一壶的，这刚罚完跪，就来了个新课程。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鸟随鸾凤飞腾远，你就跟着人家学学宫里的规矩做派。王福此时的态度说明他可不是不听劝，是该劝他的人没有章法。祖母演示了一下有章法的成果。万事有章法，你担心大娘子的脾气，也该有办法。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出自叶宪祖根据《窦娥冤》改编而成的《金锁记》，说的是跟着优秀的人，自己也会慢慢变得优秀。虽然穿越了时代，但我们也能从他的引用看到他平时看的书籍可能是戏文偏多。林清霜动辄引用孔孟，王福满嘴的歇后语和戏文，这在红郎这种文人眼中就逐渐出现了差距。哪还用得着请嬷嬷吗？祖母也在宫里养过一阵子呀，那些什么规矩，祖母也会的。你真想叫你祖母来教你？不。如兰抬出祖母也会这些，仅仅是不想上学的孩子乱找理由。但王福略带调侃着问着女儿，如兰却一脸肃然的否定，说明这事儿是母女俩早就讨论过的问题。如兰很怕祖母，为什么呢？她从小就是随心所欲的性格，惹了事儿谁都管不了。王福惯着，红郎管了会被王福不依不饶，所以他索性不管。但唯一的缺口是祖母，祖母一般是不管的。如果真的管了，无论是王安福还是红郎说话都没用，那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他怎会自投罗网，权衡利弊，还不如去上孔嬷嬷的课。赶快把你这副哀怨嘴脸收起来，上完了药就去向你父亲磕头赔罪，不准哭闹。你父亲说什么你就老实听着。这句话其实藏的就比较深了，他一脸坚定地指挥着女儿去跟红郎认错，这可不符合王福日常的行事逻辑。如果这是他独立行走，他会抱着女儿骂完林清霜再骂红郎，那这段话可能就是祖母的后招。婆媳两人的对话在镜头上结束于：你这嘴也讨人喜欢了，喝茶。可这场对话并没有实际结束，有没有可能祖母其实已经告诉了王若甫，如兰被放出来之后他该怎么做？此时如兰去认错的本质就是认罚，这个罚不仅包括前期跪祠堂和打手板，还有后面孔嬷嬷的大师课。这么做不仅在程序上无懈可击，也让红郎在孺子可教的想法中着了祖母的道。就是因为有这个过程，在红郎找王福交涉的时候，他才理直气壮地说：官人说的是，既如此，
那就让墨兰先挨2手板，再去祠堂跪几天。祖母早就算到林清霜会打脸，红狼会双标，这一出就等着他呢。另外，这里也看到了王耀福的执行力，他不是个能操盘的，但只要被说到心里，他是个能干事儿的。这是好事儿，也是危险。比如未来，他就听进去了康姨母的友善建议，雷厉风行的给祖母的吃食之中下了料。如果我没出错，印象中这是丹菊的第一次出场。丹菊是老太太院里的丫头，因为和明兰年纪相近，聪明伶俐，而被老太太指去明兰身边。不知怎么的，这次孔嬷嬷的课，四姑娘竟不去呢。这我们姑娘和五姑娘，本就是被她四姑娘给害了。她倒好，落了个好名声，既不用受罚，还天天都能去学堂，还日日都能见着。从小桃和丹菊的反应能看出2条信息：一，祖母的设计不是谁都能看出来的；二，两人对明兰的熟悉度是有区别的。小桃的描述方式只是说四姑娘不去，没有埋怨和抱怨，这是多年相伴的默契。可丹菊不仅有抱怨，出发角度甚至设计起衡，这种说话方式与明兰的处事哲学有很大的不同，说明此时丹菊和明兰的磨合尚浅。四姐去不去学堂还未必呢。姑娘，这怎么说啊？哎呀，小桃，你轻点。这里是除了屏风事件的迅速认错之后，再次体现明兰的观局能力。她也能看到后面会发生的事情，但丹菊问起来的时候，她又迅速地岔开了话题。她是不信任吗？丹菊可是老太太给她的。这里其实也有2点。首先，经历儿时惨剧，明兰的设防很高，让她轻易地相信一个人其实不是很容易。其次，明兰已经长大，她已经和小桃建立了稳定的互相依靠的结构，即使面对祖母，她也有自己的小秘密。最后，丹菊此时还没有常驻明兰身边，明兰的事儿事无巨细都会报给祖母，明兰可是从来不想给祖母添麻烦的。哎，行，我来帮你，手那么重，我来。注意明兰的表情，在心里她暂时还没接纳丹菊。丹菊说小桃让她有点不舒服，不过这层隔阂最终还是会迈过的，万事总有过程。等了好些日子，终于盼到嬷嬷来了。嬷嬷晚安。孔嬷嬷是带着职业素养来的，她何许人也？经历后宫修罗，全身而退。你把她看成活到《甄嬛传》大结局的人即可，而且拼的是计谋和眼力，并不是苟下来的那种大神。一抬眼，双兰、陶雀4人立马知道啥事儿，蹲身行礼。这就是宫中顶级教养嬷嬷的气场，不怒自威。王耀福正在客套，突然看到了门口打探的林清霜，他拉下脸瞄了一下彩环，彩环看了一下门口，但没有动作。王耀福无奈又看了一眼，彩环才领悟主家命令，出了门去。无论彩环多么想学刘妈妈，自身业务还是有问题的。主母自有要事，小娘还是赶紧回去的好。啊，我有要紧话问大娘子，说完就走。不必了，主母说了，这孔嬷嬷呢是来教姑娘们规矩的。四姑娘向来知礼本分，温柔娴静，既然从未有过行差踏错，这规矩啊也就不用学。这话不妥，都是盛家的女儿，这样岂非厚此薄彼？就是，我是一个粗人，不懂得什么厚此薄彼，我只是来传主母的话。如果小娘再不走的话，来人！我知道这场戏大家看得很爽，谁不想看绿茶背对？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感叹恶人终要恶人来治。可后来又觉得这是彩环背叛的一个成长性线索。在扬州时，彩环就在王耀福房里伺候，此时接待外客，她依旧和柳妈妈一起站在大娘子身边，年纪轻轻就成为了大娘子房中的2把手。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在把林清霜扫地出门这场戏中，彩环表现出的风格很像没有大娘子身份束缚的王耀福，这样的爽快可能就是王耀福幻想了很久的场景。彩环回头说了句，看这院子是姓盛的还是姓林的？这刚好又和几天前刘妈妈对芝婆子的话是一样的。芝婆子，这个家究竟还是我们盛家的，并不姓林。再回看彩环小时候是如何怼林清霜的。嘿，你！我吃了主母的饭，管着主母的门户，
我既说主母和主君都歇了，那就是歇了。我去刘妈妈现在下班。这就知道，在这几年的职场之路中，彩环依旧在模仿刘妈妈。可常年的学习之后，她发现比资历，她不可能比得过陪嫁而来的刘妈妈。所以他为自己找了第二条路，成为王若弗幻想的另一面，两条路同时进行。于是刘妈妈和彩环都成为了王若弗自身缺失的人格，这在翻卖林清霜那场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林清霜叫嚣报官，刘妈妈立马上来劝：这事儿可别闹到外边去，一旦闹上了衙门，主君回来处置的肯定是娘子，不会是那贼妇的。这时彩环上前说着：只要今日大娘子定死了这贼妇，日后便可安安稳稳的睡觉了。这一幕像不像动画片中主角的心理活动？一个天使，一个恶魔，一个是理性和判断，一个是肆意和爽快。你也能看到刘妈妈盯着彩环的眼神和彩环盯着地板的紧张。这是一场活脱脱的职场在演绎。一个激进的年轻人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越过顶头上司直达领导的情景再现。可彩环的职场之路可不是带着光环的大女主戏，刘妈妈的行为都是从王若弗出发的规劝和引导，王若弗好，刘妈妈才好，并且付出了真情，这是一个极其健康且融洽感人的纽带。但彩环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不顾主体安危的鼓动，她并不明白大树倒下之后的一地鸡毛。自此之后，刘妈妈就开始注意到彩环的动静，那么彩环就更无出头之日。也就是因为如此，他最终选择拿了康一母的钱财，背叛王若弗。既然看不到路，那就只看眼前好了。大娘，大娘，我就是不甘心，怎么能争不过刘妈妈？主有蒙了心，我才会答应她。大娘子，你看在我照顾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大娘。也就是此事之后，刘妈妈给王若弗说的是：我陪娘子去。再说了，你这么好的大娘子，怎好少了我这个忠心的狗腿子？这份情的出处，从王若弗为彩环求情就能窥得一二。她总是心软的，对待自己身边人是有情的。明兰，彩环这贱人是该打该杀，可她终究孩提时候就到了我身边，也跟了我10几20年，打也打了，不如饶了她这一命，改次就算了。情与利，千百年来都是我们在思考和辨析的问题，可谁又能将自己从这复杂两物中摘得干净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盼在利的大网之下，能给情留下寸许，以慰初心。阿杂破财，叫着主母主母，哪有一点主母的样子？生怕我诺儿抢了他们嫡亲女儿的威风。彩环对林清霜的输出，让她受到了不小的心灵震撼。她总觉着我把持着主君，虽不是祖母，但也压着祖母一头。可如今一个小丫鬟都敢骑我脸上输出，我到底哪里比她王若弗差了？我木人可怜，投胎投到我的肚子里，他这份才情，我若是正室，可真的没有前程。在今日之前，林清霜进入了一种模糊的身份错认，在红郎没有底线的偏心之下，她越来越觉得自己才是真正的大娘子。我的影响力足够弥补我身份不高的缺失，从而给墨兰赢个好前程。可如今她突然醒了，原来偏宠只是偏宠，在机会面前，名正言顺才是第一位。她被突如其来的孔嬷嬷这个珍惜资源逼急了，完全不记得前一局稳胜的威风，气焰被祖母的高招压得灰头大脑。可林清霜的世界中哪里有服输？玩示弱玩得最好的人，往往最不会服弱。是，我就是塞，也要将他塞进孔嬷嬷的课上。咱们定有办法的，小杨。彩环的这一出，让他彻底放弃了和王若弗交涉这条路。屈辱最能激发斗志。随后与红郎的交涉过程中，林清霜拿出了看家本事，让人抠断了大拇哥，也让人拍断了手掌心，又尬又绝，就只有林清霜我林姐能办到了。夜幕降临，灵气阁中屏退众人，烛火环绕，盛装而伴，顾盼斟酒，自是有一股子暧昧的气氛。高手过招，成败在于细节。
他连衣服都换了。无论是玫红还是正红，红色在心理学中都有着极强的暗示。这样的色彩心理学被广泛应用在电影美学之中。但相比于玫红的浪漫而言，正红更有着力量的意味，它可以代表勇气和活力，更能代表斗志。无论是刻意为之还是凑巧展现，在烛火的影响下，整体偏黄的画面中，你的视线焦点绝对是一袭红装的林清霜。你是这样，红狼更不必说。这是林清霜的第一步，搭建环境。灯下看美人，月下看花，别有风情啊。红狼未饮先醉，已然入坑。我老了。不老，哪怕再过个几十年，在我心里你还是美人。林清霜看状态达标，开始下饵，张口第一句话是我老了。无论红狼怎么接，都暗示了一种情况，我老了，无法保护莫尔了。此时红狼还沉浸在烛火伴双人的浪漫之中，没意识到林清霜的语言艺术秀。红狼的话当真？若遇到了比我更年轻貌美的，你不动心？美人常有，可是像你这样满腹才华、善解人意的美人却不常有。林清霜只用2句话就把红狼的主君身份彻底剥了。此后的对话仅有情人，没有主仆，这样枕边风吹着才有声势。当然去掉这层身份，情人之间的誓言才能顺势而出。双儿，在我这儿你永远都占头名。这就是他的第2步，筛选对话身份。记得那天和老太太一起做针线，红狼你一掀帘子进来，带进来一身茉莉花香气，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当时的样子。这辈子跟了你，不冤枉。咱先不要管这茉莉花香是不是拉粑粑后的气味演变，只看林姐话术的层次感。她的第一层做的动作是忆往昔，只要对方与你有共同回忆，你想拉近距离时，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就是忆往昔，提醒对方与你共同经历的东西，提醒他你在他人生中的足迹。第2层动作是先许诺，此话一说，就是在肯定你当年花费在我身上的时光，这一切都是物有所值的。情感交易中最值钱的货币是时光。林姐终局时，红狼崩溃的原因到底是啥？如果去掉所有情绪包装和杂七杂八的经历往事，可总结成一句话：我的时光喂了狗。人这一辈子的时间就那么多，无缘无故的白费会让人崩溃，相反，时时让他觉得物有所值会让人欣慰不已。欣慰的后面跟着的就是理性和设防的消失，这就是林清霜的第3步，卸甲。双儿，我定不让你后悔。我永不后悔。你看，护甲一破，诺言立出，关键在于马上跟上了同样的诺言，有应有答，才能让状态稳固，不随便出戏。做到这个份上，还不我说啥就是啥。但真正话题的引出也是需要包装的。风儿墨儿都这么听话，夜半我常想，这都是红狼你给我的好日子。只是这几日墨儿时常哭，我怕她哭坏了。目的都是要包在完美的糖衣炮弹之中的，又精致又美丽，但简单有效。这是林清霜的第4步，包装真实意图。林清霜此前的所有铺垫总结成一个词：情绪价值。当情绪价值到达一个合适的位置，你就不自觉地想为对方做点什么。就像你意外发现了一部剧特别好看，兴奋不已，你不自觉地到处自来水，没啥理由，就是想为他做点什么。而接下来就是交易时间，想要继续就要付费。林清霜从红狼怀中站出来，改换语气，就像你喜欢的那部剧，在第3集开了 VIP。 好好的，他怎么了？还不是因为前几日在伯爵府娘子面前丢了你的尸体。林清霜站出来的时候，红狼也愣了，手僵在了当场。从对方的动作，他已经知道林清霜要提条件了，
但不清楚这个条件的分量。条件的前半段一出，红狼如释重负，原来是这事儿。此事与他无关，我已经都查明了，是如兰和明兰那2个丫头不懂事。可是宫里的嬷嬷来了，给如兰跟明兰教规矩，却不让墨儿去。条件的后半段出现，他仍然一脸的不屑一顾，这就证明了一件事儿，他中了祖母的招。孔嬷嬷的课被他实打实的认为是惩罚。那2个不懂事，自然是要教训一下。可墨兰是最懂事的，不用去了，依旧上课听学就是。林双的表情都僵了。红狼这番话不是跟早上彩环怼自己的话一模一样吗？同一番话，在不同的理解之下，从不同的人口中说出，讽刺意味直接拉满，眼看怎么说都说不明白，再不打明牌就得前功尽弃。林清霜不得已深呼一口气，亲自打脸。但是墨兰终究还是去了前厅，她这个性子像我，就是太软，也应该听听宫里的嬷嬷教训才是。在林清霜说这番话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红狼笑得很开心。此时他的笑是宠溺，他的潜台词是：我家墨儿可真是自省其身呐，不像那魏维轩的，整天尽是争风吃醋，没事找事儿。这林清霜就莫名进入了一种困境，一切都是反的。他跟红狼说着他白天才意识到的暗亏，可红狼仍然被祖母的高招牵着走，没琢磨出味道。他意识到，如果不换招数，这事儿今天算是说不清楚了。这里就是我拍案的地方。他迅速改换了思路，拿出了第2套方案。第2阶段的第1招就是他的拿手好戏——扮弱和谎言。可是因为红狼疼爱我，大娘子将我赶了出去，羞骂了一场，说我素日就勾搭着郎君。为何扮弱在红狼身上百试百灵？因为林清霜扮的永远在点上。上位者辱骂弱势，在红狼的童年经历中是磨灭不了的印记。当年春小娘的日常就是这样。你看他迅速摆清了姿态，肃清了表情。他又骂你了。另外，在描述的时候，他模糊了对象，夸张了语言。即使当面对质，彩环也确实把我扫地出门。彩环反驳也是你院里的人，自己人帮自己人。王府有300张嘴也说不清楚，假话揉着真话，也是林清霜用烂的招数。这不妨事，只是可怜我墨儿，可怜她既人品贵重，却因投胎投到了我的肚子里，连女孩学规矩的教训都听不得。既引起了红狼的注意，那就下狠招引起他的共情。以上这一段描述的不是墨兰，而是天下所有庶子庶女的遗憾。听着这一段，加上前期设防已无，红狼已经开始双眼泛红。我真是心里恨，与红狼相逢恨晚，使君有夫，又不愿意离开你，所以只能做了你的妾室，还连累了自己的孩子。若我墨儿要是生在大娘子的肚子里就好了。这是第2阶段的第2招，巧用概念，合理拼接。使君有妇来自乐府诗《陌上桑》。诗中一位名叫罗夫的年轻美丽的女子在采桑路上被一个太守遇上，她被美色所动，问他愿不愿意跟自己回家。罗夫答道：使君亦何虞？使君自有妇，罗夫自有夫。意思是太守你怎么这么愚蠢？太守你已经有妻子了，罗夫我也已经有丈夫了。他反映的是官僚仗势调戏民女，而民女坚贞厉怼的传统文化中尊崇的女性形象。而林清霜的引用却是完全相反的方向，反倒让我觉得编剧是不是引用不恰当。想明白以后，简直惊叹编剧的比例。他说的是可叹孽缘，逢君不逢时。虽然我知道大人已有妻，但这强烈的爱让我无法离开你，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做了你的妾室。这套说辞是非常违背当时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的。注意，我说的是当时社会，不要代入。红狼当然不会对陌上桑陌生，从他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名女子，因为爱我无所畏惧，飞蛾扑火，放弃前程，不顾一切。这价值已经被林清霜上到了高的不能再高的高度。随后落点放在了孩子因我而被牵连之上。我斗胆帮林清霜用白话翻译一下，就是
你是不是欠我的？你是不是要补偿我？你自己也是庶子，你想不明白吗？然后转身回味自己的招数，会不会有点过头？力道会不会有点过猛？可这浓烈的爱意和无法控制的共情已经把红狼感动哭了。你就说你佩服林姐的功力不？她带着满满的心疼下床搂着林清霜，像哄孩子一样哄着这个自己的真爱。林清霜看形势一切大好，迅速补刀。红狼，我是一个贱婢出身，恐怕是要耽误了墨儿的姻缘。做墨儿自己资质出众也不成，这都是大娘子做主的。王福天天被林清霜这么玩，他在红狼心中的形象能好才怪了。贱婢、墨儿、资质这3个元素最终链接到做主的是大娘子这个论点上来。话没说全，却已经明指大娘子在打压墨兰，然后他怕红狼没在意，另添一层。红狼，你说大娘子是不是因我得宠而憎恨郎君，所以才不让墨儿去听训的呀？这才是杀招，从自我的悲惨引到女儿的不甘，再散到主母的恨意，直指主君的无能。你不管你就是无能，连老婆都管不住，连我和孩子都护不了。这第3招引火直接触及到了红狼的自尊，他立马跳了起来。他还做不了我的主。听着熟悉吗？还记得屏风事件之中林清霜也击出了红狼这句话吗？你倒是做起我的主来了。这句话说的是林清霜情绪像情人之间的互怼，而前面那句话说的是王若弗情绪像仇人之间的言辞。这2句相同内容的对象完全不同，情绪也完全不同，可激发出来的人都是林清霜，手段都是利用面子和尊严反向刺激红狼，实现自己既定的目标。你以为谁都能当宠妾的？这可不是一句撒娇可以总结的，那就小看了林清霜的功力了。目标达成，他都不忘了再把红狼捧回来。是呢，但是这家里还是红狼做主当家的。这最后一招玩的是崇拜感的绑架和自身地位认知的不可侵犯，这让红狼无论咋样都下不来台。他第2天一怒之下怒了一下，到魏维轩门口伸头看了半天不敢进去，都没有反悔，回头就转向老太太。就是林清霜最后一句话发挥的作用。看完有啥想法？反正我是这么想的。原来红妹子这事儿也是需要天分的。到了老太太院里，应该是看到她在制香，红狼顺势大包大揽了下来。若是开口，先拍马屁。2人此时的制香和之前的不同，这种方式叫香转，是将不同香料研磨成粉，添于印磨之中，拖出各种样式图案焚烧。可以看到红狼在帮他处理香灰，而老太太自己在清理模具。因为香转由松散的香粉压印框范而成，需要尽心慢弄，不急不促，打出的香转要松紧有仪，才能保证香转燃烧时不会断火。李清照在《满庭芳》中写道：转香烧尽，日影下连钩。这本是修炼心性的雅士，可红狼的目的是拍马屁，当然没有静心凝神。打完香灰累得腰疼，忍不住伸了伸。燃香转在宋人日常生活中十分普及。东京梦华录记载，日供打香印者，则管定铺席，人家审额，时节即印施佛像等。孟良录中也有相似的记录，供香印盘者，各管定铺席人家每日印香而去，欲月之请香钱而已。这说明打香转在宋代已经发展为职业，手艺人每天去定制服务的铺面或大户人家打香转，最后按月结算香钱。这种职业化也能说明香转在宋人的生活中的普及程度和富贵人家对于此道的追求。如果红狼和林清霜的对话是艺术，那么这场对话就是神龛上戳窟窿，妙透了。看着老太太一脸平静地看着笑话，我莫名治愈。红狼边理会边看似若无其事地说：如今如儿明儿都在嬷嬷身边听训，与他们多有好处，只剩下墨儿一个人孤零零的。他还同我说他想念妹妹们了呢。这是红狼试探性谈判的第一层亲情绑架。我家墨儿可怜，被孤立了，都是你孙女，你得端水呀。他这句话一说，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嘴脸就干干净净地展现了出来。留下墨兰不惩罚的是你，拿墨兰不被惩罚说事儿的也是你。正有正理，反有反理，反正我在理。祖母才不吃他那一套，装傻也是种艺术。那等他放了学，
就去看看妹妹们吧。这么干脆的回怼是红狼没想到的，可是母亲说的好在理，一时间竟愣了。母亲说的是，可戴里七格海口都夸下去了，总是要尝试尝试的。好在理会之后还有压灰，他拿起了工具，适时摆脱尴尬，开始第二层尝试家族绑架。只是叔叔当初只有小侯爷一个外奶，是个秉直忠正的，现在又多了个孤家二郎，2个妹妹都不在，莫尔孤身一人怕是不便的。既然孤立孙女打动不了，那我就从家族名声来说。可祖母不屑一顾，说的也是，那就让她在园子里绣绣花吧。既然不合适，就别上去了。这怼的红狼如鲠在喉，如坐针毡。另外，这里有条暗线，就是学堂上屏风的出现。不是所有朝代都有绝对的男女大防的，这个讲究理学的统治地位。仁宗时期二程理学刚开始建立，南宋时期朱熹才将理学体系化，后来男女大防才逐渐成为不可触碰的红线，所以才会出现圣府的男女同学，才会有马球队上的男女混队。注意，他没说有外男不可，只是现在只有木兰一个人，不方便，所以此时男女界限不是红线，但多有注意。可为啥后来又架上了屏风？那这个时候提出来了，不解决又没面子，属于形象工程。也有一种可能，林心霜说的人少则慕父母，之好色则慕少爱，被红狼放在了心里。反正三兰再次回到学堂，屏风就架了起来。红狼实在绕不出来，干脆明说了，反正绕弯子是绕不过母亲的。这就是第3层尝试，打脸就打脸。要不然让波尔同他2个妹妹一起去嬷嬷那儿听听教训。当日他也去听上了，虽不曾责打他，可是也应该让他听听教训，改改他那个脾气。红狼本来想着我都打脸了，你总要接招了吧？结果老太太荤素不吃，太极拳打了起来。听着也像有理，不过你来同我说这些闲事俗务做什么？这都是归你大娘子管的。你们夫妇2人说了便是。红狼听了一脑门子包，听着真有理，可找那王福会有我的好？赶紧端过来辛辛苦苦压好的香灰，也端出谈判第4层地位绑架。只要母亲吩咐孔嬷嬷，孔嬷嬷答应就是。老太太召唤来的孔嬷嬷肯定是听老太太的建议。红狼觉得自己抓到了根本，可问题在于，若老太太说了就是干涉，孔嬷嬷就不再是客，而好似雇佣。红狼怎会不知，他已经为了自己的面子和林清霜的私欲，离谱到试图出卖老太太的情商，拿着老太太当枪使。老太太听了，笑的表情都没了。这些闲事都是归你大娘子调配的，孔嬷嬷来了是客，也不能坏了我家的规矩。如果你注意，会发现红狼的表情也变了。他盯着老太太的表情中似乎藏着一丝丝的怨，捕捉到这一瞬间，我其实心里是泛着寒意的。这么一个为了维持破败家族而苦苦支撑的强人，把一个无人照看的庶子养育成才，可如今获得的不是感恩，而是这冷漠的眼神。他像一个跟母亲索要家财被拒的不孝子，心里骂的也许都是老不死。可老太为何完全不接话，非要让红狼找王福，只为了看笑话吗？这其实也是他的一步计算，这层计算留在下期。可他没算到这个儿子竟然会要求他去命令孔嬷嬷，他也想不到重庆灭妻竟然能到如此地步，林清霜的任务能让他如此这般的毫无底线。这一期讲到这里，本期是孔嬷嬷事件的第1集，战幕才刚刚拉开。作为孔嬷嬷到访的前奏，会发现这一场戏的结构和屏风局有着出乎意料的相似之处，都是事件引发，各方博弈，然后某个人一锤定音。孔嬷嬷事件更像是屏风局的 Plus 版，对每个角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其中能看到串起整场大戏的人物变了，屏风局是王福到处活动，孔嬷嬷事件是红狼到处走动，但2个人的动机却又是不同的。王福为的是不让女儿受苦，出发点是母爱；红狼为的是完成林清霜的任务和保住管家人尊严的努力，出发点是自立。在这场前奏内容中，我发现了彩环和丹菊
如今单局在磨合，心中自是有着外来人的尴尬。在职场中，其实我们不少遭遇这种夹心饼干期，上层把你分配给他的嫡系，可这位太子却一时半刻无法接纳。单局此时就是这样，而在彩环身上能看到一个被压得死死的却试图上位的人。站在主家角度，他卖主求财，令人厌恶。我们看剧的视角就是从这儿出发的。若我们脱离以看待普通人的角度去读懂彩环，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极其努力的人。别人拍的是宅斗戏，他拍的是职场戏。可职场不是努力论胜负，他一直都没读懂刘妈妈为何地位稳如泰山。彩环和刘妈妈都是常伴左右，可刘妈妈将自己的主体利益放置在了王二福身上，危急时善谋划，迷茫时抓本质，困境时背靠背，顺境时同喜乐。对待主家如对待自己，可对待下属，刘妈妈就不会如此春风拂面了。彩环有自己的骄傲，也有自己的困局，她没有停下尝试的脚步，在每个路口选择，无论什么结局都没什么可说的，因为都是自己选的。现实中从来没有如果若是，事不三思终有悔，人能百忍自无忧。我是蜗牛，下期再见。你好，我是蜗牛，我想陪你重刷知否，查漏补缺。当日之事啊，这个莫尔也不是毫无过错。他要真懂事儿，妹妹们去了前厅就该劝了回去，不该也被夹着去了。我瞧这个莫尔啊，也得去听听嬷嬷的教训才是。第一次看的时候疏忽了，简单的认为红狼是在老太太那里碰了壁，无奈之中来王福这里不装了，直接打脸。后来发现不是的，注意他那句妹妹们去了前厅就该劝了回去，不该也被夹着去了，这才是他的核心逻辑。他此时的说辞重心并没有承认墨兰的错误，在他这套诡辩理论中，墨兰是被双兰强行夹去的，因为没有拒绝并劝导双兰回去的错误，才应该去上孔嬷嬷的课。事情走到如今的地步，他都没有忘了藏着偏心。为了完成林心霜的任务，他无所不用其极。这样处理内宅，这个家能不乱吗？可王福没有听出来这个藏在其中的偏心逻辑，只意识到他是来给墨兰争取学位了。单就 get 这一层就已经让王福不爽了，直接要跳起来兑现，被外置大脑刘妈妈第一时间按住。他稳了稳心神，开口说道：官人说的是，既如此，那就让墨兰先挨2手板，再去祠堂跪几天。你能看到刘妈妈在旁边急得差点要捂王福的嘴。祖母安排孔嬷嬷局之时，已经计算到两人会坐在一起谈判这事儿，所以红狼找他的时候，他一概不接，执着地将红狼赶到王福那边。一是让红狼记住，偏心就会产生问题。屋里原本各有其职，打从你娇惯妾室、轻慢大娘子，就尊卑乱套、嫡属不分了。二是再次提醒，大娘子才是掌管内宅事务的人。不过你来同我说这些闲事俗务做什么？这都是归你大娘子管的。三则是给这两个人一个调和权力分配和感情联络的机会。你担心大娘子的脾气，也该有办法，或哄或劝或吓唬着。老太太也许想着，如果这个口子最终是王福放给红狼的，两人能有个台阶，能显得王福大度，也显得他治家有方，以此来磨一磨红狼心中对他的厌恶，也可让胜负内务重回章法。可王福和红狼两个人是彻底的相互嫌弃，一个觉得对方能有今天都是我娘家的提携，你不懂报恩反而宠妾灭妻；一个觉得对方无才无貌，更是蠢笨之极，说都懒得说。老太太一番苦心，他俩谁都不会 get 到，一定会浪费。王福提出让墨兰走一遍双兰的惩罚，其实就是说红狼之前的决策毫无根据，都是偏宠，这也没啥错。但红狼入耳肯定是不爽，这就意味着两人的对抗在王福开口的第一句就开始了。王福觉得今天老娘占理，不说个痛快更待何时？这就苦了站在一边的刘妈妈干着急。回头我说他几句。红狼听到王福的提议，咬牙切齿地演着，重话轻说，轻话重说，让人不得不想起之前王福给他扮演的娇妹。这两人的一切都像是个循环，无穷无尽。凡事都讲章程，犯了错就要受罚，受了罚才能听课受训。
王府也提到了张成，说明同样的话老太太可能也跟他说过，但说的角度不是宠妾灭妻，而是治理内院的张成。所以此刻王府在这事儿上逻辑就很清晰，犯了错要受罚，听训是受罚，不是奖励。有了老太太的理论支撑，肚子里有货，腰杆子挺，表情也是稳若泰山般的不被动摇。放慢速度，你能看到王福说这一段的时候，刘妈妈十分的紧张。说完这句话以后，赵外这大脑才如释重负般的舒张了一下。天爷呀，终于按照剧本来了。而红狼其实是有点意外的，诶，怎么今天条理这么清楚？可转念一想，其实是有话头可以利用的。这个孔嬷嬷啊，是宫里头来的，人家的眼界、见识犹在你我之上。咱们盛家的女儿能得她的教导，那真是天大的福分。这一段他在强调孔嬷嬷的到访是盛家的好事儿，是个集体的红利。说着还专门停顿了一下，他觉得自己考虑周全，还笑眯眯地给王福片刻的消化时间，才继续说道：既如此，那就应该雨露均沾，绝不能厚此薄彼才是。最偏心的人满脸笑容地说着公道。红狼一直都是个双标的人，没有固定的判断标准，一切标准按照自身利益随时变动。如果他不是家主，只能说他精致利己，可作为家主，这就是祸患的火影。女儿嫁出之后集体回娘家，墨兰提出把林清霜的遗位移到玉清观，明兰当然不接受。几年之前，明兰因此事被怼得哑口无言。那女儿做法事的时候，还请父亲到场，亲手点燃3炷香，壮一壮我小娘的灵魂吧。眼下外头兵荒马乱的，本该在家里好好的修身养性，你非要弄得如此不吉，你成何体统？可红狼全然忘了当年他是如何处理，面对林清霜的灵位，态度应声软化。墨儿啊，无非就是想做场法事，超度一番，啊，爹，免得您尝尝这个鱼，是我亲手做的。你如今得风诰命，春风得意，却也不用堵我嘴呀。此时的双标让明兰压不住怒火，甩了筷子吐了真言。这不只让女儿平添恨意，让父女之间增加裂痕，更是让梁寒开始怀疑墨兰的动机，影响了女儿的婚事。可他看到的只是这个高价的女儿翅膀硬了，敢忤逆了。与此同时，为何长柏如此的受人尊敬？因为他的标准从来都稳固不移，即使面对外祖母和亲生母亲，他也秉持着公道，这才是家主应该有的格局。红狼不提厚此薄彼，王福还能稳着态度听着，这词儿一出，哪还忍得住，立马蹦了起来。如果说嫡庶是红狼的红线，那么宠妾灭妻就是王福的红线。这番说辞让王福的感受一下子跨越了眼前事，延伸向了自己这么多年的憋屈。究竟谁厚此薄彼？家里嫡庶正邪颠倒几十年了，如今嬷嬷来教规矩，那是将来嫁入王侯富贵人家才用得上的，本就只有如兰才有资格去听。那明兰是沾母亲的光，那墨兰是沾谁的光？林清霜那贱婢的光！你住口！这段刘妈妈拦都拦不住的一气呵成的机关枪，不仅宣泄了王福的委屈，还暗暗的说明王福也招了老太太的道。他认为明兰沾了老太太的光，才能前去听课，有资格听课的只有我家嫡女如兰，明兰只是陪太子读书而已。老太太当初在屏风事件之中设计了孔嬷嬷来访之时，就暗暗安排了这个概念，无论跟谁，他都说明兰就是个陪绑的，悄悄地淡化明兰的存在感。她不过是个陪绑的，跪那么规矩做什么？我们要先明确一点，孔嬷嬷为何来到圣府？圣府的鸡飞狗跳跟她有关系吗？她此行的动机都是对于老姐姐的心疼。盛家如何，盛家女儿如何，她并不关心。她所关注的是如何让我的老姐姐顺心。如何让她顺心呢？关键有二：一是她的庶子，如今的主君，这关系到能否让姐姐在这宅里过得消停；二是她最宠爱的孙女，那个养在她膝下的明兰，这关系到能否帮姐姐分忧和高兴。所以明兰可不是陪太子的，她才是那个隐形的太子。可在老太太的安排之下，被包装成了陪衬。如今墨兰的穴位沾了谁的光，被王福这么吼出来，红狼也自然被带入了这个逻辑，随之就是林清霜也会认了这个逻辑，那么明兰才能毫无后顾之忧的汲取知识。
只是红郎听到王福肆无忌惮地骂着林清霜，怒从中来，声调也不由得扬了起来。你端正也是做大娘子的人，怎么口舌如此恶毒？你不肯容人呢？那墨兰究竟也是我盛家的女儿。也就是在这种时候，他才会提起自己是个爹。他的身份有很多，主君、孝子、丈夫、文臣，可当爹的这个身份可能是他最无所谓的一个。反正孩子们的生养和教育都不用他操心，这个身份有什么值得在意的？也不尽然。长柏高中进士，他脸上有光，那天他一定要当爹的。就在两人争闹起来，刘妈妈机敏的咳嗽提醒有人来了。孔嬷嬷来了。嬷嬷辛苦了，为了我盛家几个不成器的女儿，让您受累了，您请坐。因为两人的位置刚刚好，曾经我认为这两人就是坐这儿等孔嬷嬷的，但红郎此时意外的表情说明孔嬷嬷的到访是意料之外。可他老人家为何就这么巧出现在了这里呢？其实王仁福早就欢迎过孔嬷嬷的到访，他早就已经在圣府住下了，而双兰的课程已经进行了许久。剧集中展现的三兰课程是在墨兰插班之后。孔嬷嬷这种高段位的教养嬷嬷的课程绝对不会是简单的教授技能，她的专业度不允许自己这样糊弄。我猜课程之余她就在圣府闲逛，而这个过程的目的是观察，尽量在短时间内了解自己学生的背景资料。恰巧就听到了两人的嚎叫，就走了过来。以他的习惯，说不定还在门口模模糊糊的听了一会儿，也许听到了厚此薄彼的关键词，那这就会成为他重点关注的地方。听着越吵越激烈，迈腿就进来了。他又不怕得罪圣府，毕竟吵架之时才能看到真实的想法。方才过来就听得好热闹，一听到争吵，被请来的大臣听了去，两人不约而同的尴尬一场。让嬷嬷见笑了。我盛家还有一女，乃侧室林氏所出。听说嬷嬷来了，也想到嬷嬷身边聆听嬷嬷的教导。红郎抓住机会，老太太不管，王仁福不管，他又不方便自行去找女客。既然嬷嬷自己来了，那就再好不过了，直接说了正题。可在这其中，王仁福就不愿意了，原本的尬笑瞬间消失。好啊，我临来的时候就听过一些耳闻，听说盛家的姑娘知书达理，一个赛着一个聪明漂亮。这2天呢，我见过5姑娘和6姑娘，这4姑娘还未曾见过。他为什么一下子就答应了？孔嬷嬷是客，从客观视角来看，来都来了，教2个和教3个区别并不大，这也是孔嬷嬷的要求和人生准则，一视同仁。这是他第一次展现这个概念，也是他的以身作则。自己都做不到，还怎么教育别人？他可不是红郎，没有双标。他一定知道盛家还没出嫁的有3个女儿，他需要为了老姐姐把这出戏做足，为了做足就得全员到场，为什么不答应？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听了这番话，盛家主君主母一脸高兴，可一听墨兰，王仁福就急了。嬷嬷年纪大了，怎么能让您老人家这么受累呢？娘子不必客气，我这身子骨能撑得住。这人年纪大了呀，就喜欢热闹，多一个孩子，这课堂上些许还热闹些。是。孔嬷嬷展开大网，红郎子兴奋不已。任务完成，斜眼看了一眼郁闷的王耀福，得意坏了。既如此，那就让嬷嬷受累了。不必客气。这种哑巴亏，王福不知道吃了多少次。可这次不同，以前是林清霜，这次是红郎。带入他的视角，我觉得他心里此时不是气愤，可能悲凉更多一些吧。墨兰插班成功，他就像班里那个次次举手举到天上的同学，坐在最显眼的位置，挺着最直的腰板。如兰进门，迅速开队。瞧着你母亲使着狐妹子的功夫，才把你塞到这儿来。墨兰对如兰的怼习以为常，不屑一顾，并不搭理，专心地擦拭着自己认为等下会表扬的工具，自己取名为墨园的诗集。与此同时，明来已经醒了，但是选择继续装醉。这几分钟基本就是后来三兰插花被孔嬷嬷做文章那场戏的翻版，也是圣府生活的日常。你们2个还愣着干什么？没看见我的桌子都挤到那儿去了？搬过来。
孔嬷嬷进门第一个眼神是看着明兰，这不是特别关注，而是职业敏感。这假寐动作在她眼中是极其不雅观的。明兰瞬间意识到，跳了起来。墨兰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行礼，心里想着还得是我，这圣府的脸面都得我撑着。如兰站在一侧，盯着丫鬟们摆动桌子，场上状况她一目了然，但没有动作。众人入座，还没吱声，墨兰就婀娜多姿地将墨园递上。孔嬷嬷，这是墨儿平日里做的一些诗文，写的不好，还请嬷嬷指教。墨兰为何毫无缘由地拿诗集出来献？她在套用对付红狼的办法来对付其他长辈。可以想象，红狼素来夸赞林清霜的才情，本就是文人，就好此道，所以墨兰拿出此物还不瞬间拿下。于是见到长辈，他就拿出平日里最有效的神兵，企图建立良好的第一印象。这没啥不对，职场中其实作用很大，可不灵活运用套路，就会有被怼的风险。四姑娘抬举我老婆子了。我虽识几个字，文章诗词却不大通，指点可谈不上啊。嬷嬷自谦了。墨兰本想着会有段商业互吹，捧嬷嬷的话已经放在嘴边，却明显没想到对方竟然是这样的回应。立规矩是孔嬷嬷的主题，她给墨兰立的第一个规矩是，不是谁都吃谄媚那一套。第二个规矩就是何为师生，何为先礼后兵。四姑娘，既是学规矩，那就是师生。我这为师的，如果哪句话说中了，四姑娘要包涵一二。不敢。墨儿做的什么错处，嬷嬷尽管责罚就是。墨兰可能想着这是嬷嬷的下马威，我慢慢渗透就好了。惊讶的表情已经消失，换上了一副平日里只有红狼面前才可得见的乖巧。她可没想到孔嬷嬷会说干就干。你们去把四姑娘的桌子往后挪一挪，跟两个妹妹们摆在一起，谁也不要超过谁。快去。墨兰一下子傻了，手足无措，眨巴着双眼，透露着世界观崩溃的迷茫。哎，这是什么套路？场下如兰可就嗨了。叫他尝过，躲进了吧。五姑娘，课堂之上不要窃取私语。嬷嬷随时随地的一视同仁，糅合在一言一行之中，让人无可知会。如兰眼见自己多年拿不下来的墨兰，在嬷嬷手上过不了一招，哪儿还敢撒野？瞬间拿出王氏祖传的假笑面具，表现出红狼都见不到的乖巧。夜色如绸缎包裹寿安堂，侧院中明兰正拿着刮刀和手帕忙活着什么。从画面看来，这块布很大，而且没有用工具绷着，再加上单菊说：姑娘，你还在给于大姑娘表绣吗？明兰此时做的并不是绣品，而是装裱。宋徽宗热衷轶事，扩充并掌翰林书画院，使北宋画坛达到极盛。宋代邓春创作《画史画记》记载，秘府之藏，充任田邑，百倍先朝。可见宋朝书画作品收藏的富有。因书画的盛行，手工业得到稳定的发展，尤其是丝织业、造纸行业的发达，为书画装裱技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书画名家的参与更进一步推动了装裱技艺的提升。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所记载的晋代以前装裱不佳，宋时范晔始能装裱，以此可看出，在宋代装裱行业已经得到科学系统的发展。徽宗宣和年间对宫内书画旧藏进行重新装裱，这种装裱形制因徽宗宣和年号而得名，世称宣和装。另外一个方面，北宋时期宋绣作品发展至传神之巅，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苏绣，掩盖在其光辉之下的是扬州刺绣。我们回忆一下魏书义做的绣画《李娘子镇关图》，这种技艺可不是谁都会的。如果你去对比现存于辽宁博物馆的宋绣精品《刺绣瑶池夸鹤图》，就会发现魏书义的挂画与这幅文物的风格和效果极为相似，所以魏书义在设定之中极有可能是扬州刺绣的高手。他教了头壶，不会落下刺绣。明兰年纪尚小，可能掌握不多，总也起了蒙。但为了怀念母亲，明兰会自言此道：为何我要在此处留下这么大的篇幅？因为这条暗线藏着一个女孩的成长和两个女孩的友谊。再看马球场上，明兰冲向嫣然，
张嘴的第一句是：“你那幅百鸟朝凤绣我已经快帮你裱好了，不过你这次用线有些不小心晕色了。”晕色了？怎么办？那送不出去了，我继母肯定有许多话等着我了。别担心，我用鱼胶混了刷的，颜色已经保住了。不过这样一来，飞头法怕是不行了，目的又重，我想试一试电针法，还成能行。我明日肯定送你2瓶错热水。这段对话有几个信息点。第一，确定明兰在帮嫣然装裱，而不是刺绣。但明兰的刺绣技艺高超，超过嫣然，或者可能和嫣然差不多，可以讨论。结合前面讲的扬州刺绣背景，说明明兰是有独到技巧的。第二，嫣然在家中被继母欺压，这幅精心制作的绣品本是要拿给继母的，关系到自己是否会被继母责难。嫣然十分重视，把它拿去让明兰装裱，错热水留着以后再说，不在本期开支线了。可嫣然的刺绣技术到底怎么样呢？于大姑娘绣品天下一绝，脾气又好，不论谁去请教，都肯悉心传授。嫣然的绣工天下一绝，但明兰仍能为她解决问题，这就说明明兰的技术也高得离谱。顾二求娶嫣然之时，嫣然来找明兰哭诉：“你知道李娘子镇守娘子关吗？看看这个。这是我小娘绣，我小娘觉得平阳赵公主既不仰仗父亲兄弟，也不仰仗丈夫儿子，一样能抵挡100万雄兵于阵前，是天下女子典范。李娘子的故事是母亲的寄托，也是明兰的所向。如果说李娘子在魏淑义身上隐身的是勇气的背影不甘，那么明兰身上隐身的就是勇气的正身无畏。明兰从未跟人分享阿娘心中的李娘子，除了嫣然，每当提起就是她交付的真心，那份在你面前脱去伪装的真实。它代表着我把我的勇气给你，愿你无畏无惧。多年之后，团歌满月，人情冷暖，酒席没人参加，来的只有真朋友和真看笑话的。这时嫣然带来了最好的礼物。你看这个，你还记得吗？这不是我替你裱的百鸟朝凤吗？我觉得我继母不配这个绣，所以我当成陪嫁带去了许州。我想着今天我要把它带来送给你还有你的孩子。你看，百鸟朝凤，多灿烂呀！我祝你吉祥如意，万事顺遂。好。是啊，多灿烂啊！这幅绣藏着的是2个女孩最真挚的友谊。我坠落黑暗的时候，是你给了我火光；在你迷茫的时候，我举着火把而来。这个举火把的女孩，如今充满了勇气，而唤醒那份勇气的是那天马球场上你的义无反顾，是那天无助之时你分享给我的精神榜样。你把属于你的勇敢分给了我一半。如今我懂得，那些黑暗不配拥有我们的努力，也不懂我们的情谊。那幅绣代表着我们心中的李娘子，是我们友谊的见证，灿烂夺目。这要是再不看茶经的话，明日可来不及回孔嬷嬷的话了。早就读过了。哎，我怎么记得姑娘你说你没读过呢？那4姐姐、5姐姐哪一个是郝湘雨的？她们都没读过，就我读过。随便的。我们都明白明兰的藏锋，这点无需解释。但明兰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说明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她已经逐渐接受丹菊，丹菊也感受到了，露出笑容。这时小桃从门外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信。我明白了，姑娘每日都是最后一个上课堂，也是手镯吗？傻小桃，我那是真起不来。小桃说完，尴尬地笑着。这话是她故意说的。她从外面进来的时候，听到明兰在跟丹菊说真实的自己，她很是不放心，干脆卖傻，用自己口中的手镯去冲淡明兰口中的手镯。敏感的丹菊感受到了，直接出了门去。小桃这才拿出信件。明兰放下了戒备，可小桃还没有。她心里有着另一份责任，保护天下最好的姑娘。谁说小桃傻？她的聪明都是用傻来表现。大智若愚的2个女孩一辈子傻傻的牵了手走了下去。小桃，
爸要来京了。明兰的复仇线从这一刻开始计时，尘封在扬州的悲剧和不甘即将见日。另一边，寿安堂主院中，两位仙女多年未见，相谈甚欢。这些小玩意儿，你原先是最会的，你干嘛不亲自教你屋里的这个丫头啊？孔嬷嬷伸着脑袋探问着老姐姐的想法，这其实就是在打探祖母是如何规划明兰的。疼得深有疼得深的办法，做得假有做得假的演法。经过短时间的接触，识人无数的孔嬷嬷已经认为明兰是块材料，乐呵呵地想着还得是我老姐姐会挑人，识人之后还得观事，想要打到7寸得了解局势，毕竟他可没有生活的胜负，鸡零杂碎的纷扰和战略信息他需要侧面参考。祖母本是要回应，话到了嘴边顿了一下，临时改口道：我不爱吃这黏密的，圆角松一些。他突然冒出这句上下文不接的台词是什么意思呢？注意，祖母这句话是看着房妈妈说的。房妈妈是祖母的陪见丫鬟，陪着祖母走过了一生的风雨，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祖母的人。她怎么可能不知道祖母的饮茶习惯？她端给祖母的必是祖母平日的喜好。祖母这句台词之后，房妈妈的镜头也特地从近景切换到了远景。她本该应和调整茶汤的要求去指点茶台，可她紧了紧衣服，无视茶台。这既是房妈妈对祖母的回应暗号，也是给观众的隐藏交代。镜头都很珍贵，有交代就是有信息。一句牛头不对马嘴的台词，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动作，让我确信这是只有主仆两人之间才懂的加密通话。所以这句不是点茶要求，而是行为指令。蔡襄茶录点茶中写道：茶少汤多则匀搅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粥面是茶汤的表面，匀搅是浮在茶汤表面的花沫。茶汤泡沫逐渐散去的过程称之为匀搅散。如何能办到老太太所要求的匀搅松一些？那就需要匀搅散发生的快一些，那就需要茶少汤多。一辈子的闺蜜，祖母最知道孔嬷嬷的性格，看似恭敬，内里却落拓不羁。一问之下，他就知道此女多年仍不改性子，这是在打探祖孙两人的情感深度。明兰藏锋守拙，老太太更是此道高手。府中盛传老太太将明兰视为掌上明珠，如果在家表现会为孩子招来记恨，所以对外她从不表现爱意，即使面对闺蜜，她都动了藏心的念头。交代房妈妈茶少汤多，关键信息不要多放，摸鱼洒水才是我喜欢的。这是祖母对明兰深沉的爱，不在任何地方给孩子留下漏洞。她为何要提醒房妈妈？孔嬷嬷和祖母在宫中相识，房妈妈闺名素琴，当时也在宫中伺候祖母，三人年纪相仿，两位仙女成为闺蜜，房妈妈和孔嬷嬷的关系也不会差。孔嬷嬷在这段对话中的收场，就是借口房妈妈的茶，还叫出了她的闺名，说明关系不差。我猜测祖母是发现孔嬷嬷在收集背景资料，怕房妈妈和孔嬷嬷私下叙旧，把明兰的事情全部道了出去。随后祖母答道：没指望她嫁高门大户，寻个平常人家，平平安安的过日子罢了。祖母给孔嬷嬷说的是实话，确实是她此时的规划，但这句实话说出来的情境和动机却不是交心，而是对明兰的保护。她怕什么？怕的是孔嬷嬷对明兰另眼相看，让别人注意到孙女，前功尽弃。那你反倒把骑马头糊涂全教了。明兰会骑马，萧公业第一次见的时候说：你马都不会骑，踢什么呀？又偏。可家人们看着却没有什么意外反应，这说明祖母教明兰骑马在院子里并没有藏着掖着，甚至可能号召过几个孙女一起学。但如兰觉得累，打马球啊，累死人了。墨兰觉得脏，脏死了的玩意儿。别人都逐渐没了兴趣，只有明兰坚持了下来，并有突出的天赋。那老太太一面教你骑马，一面教你写字，什么水里捞月、风随流星的球技，不但一学就会。学骑马可能是如兰成长过程中为数不多的释放时刻，可以不守拙，可以不藏锋。但明兰会骑马被孔嬷嬷说出来，就让祖母一愣。投壶之事发生在多年之前，早成谈资。孔嬷嬷听说过也没啥，但骑马她都知道，说明这几天她在院里没闲着。消息来源无论是姑娘还是下人们，反正她打听出来了。
老太太听到这儿就知道孔嬷嬷的情报已经搜集的差不多了，为了让她往自己计划的方向处理，只能自己主动释放背景信息。我家是个没规矩的门户，我屋里这个我还能做主，其他的各有各的妈，我说多了没得惹人嫌。这段话就是表面意思，明兰和另外双兰是不同的，她没有依靠，只有我能护着点，但我也不能多说。粗略了解了局势，孔嬷嬷反而更喜欢明兰了。依我看，养在谁家院子里头的都不如养在你屋子里头的这个丫头大智若愚。回忆一下林清霜被彩环扫地出门，怒火攻心的时候是怎么说的？生怕我诺儿抢了他们嫡亲女儿的威风。嫡亲是家族的正支嫡长系血脉，如兰是嫡系血亲，而明兰是祖母带大，成为家族正妻一脉，是嫡亲。当年非要把墨兰塞进老太太身边，除了侯门光环之外，更大的动机就是让嫡亲身份去冲淡庶女身份。虽无母庇护，但有祖母托举，明兰作为嫡亲本可张扬，却意外的低调。这种选择看上去有着不符合这个年纪的沉稳和智慧。他也就是个老实头，不如其他几个。这句大智若愚又让老太太压了回去。自己养大的孙女，自己能不骄傲吗？能不想夸夸长长脸吗？但保护和心疼总还是压住了炫娃的心。老姐姐，您竟是没长眼睛吗？来，喝茶，喝茶。在我看来，您屋子里的这个六姑娘，实则是最厉害的。孔嬷嬷在祖母这里的表情和气质，跟她见王福、红郎和孩子们完全不一样。多年的交情让她在祖母面前不设一丁点防备，不动用一丁点社会技巧。孔嬷嬷全程都兴奋异常，祖母岔开话题去打断她，这至近于妖的高阶嬷嬷怎会不知？但她完全不搭理，反正我就是高兴。他的兴奋点有2层，第一，职业病犯了。作为顶级的教养嬷嬷，看到极具天分的女孩，有种偶获至宝的感觉。第二是情感因素，她全程表达的是：老姐姐，我真替你高兴，你养了这个孙女真棒。可老太太就是不想这样，见堵不住，也放下了茶盏，计划让孔嬷嬷把兴奋点说完了，释放空了，再想办法圆。她把我说的要紧话都录下来了，录到纸上了。我呀，虽教过不少人，可是像她这样的孩子还真少见。这段话看来，孔嬷嬷此时在上述的2种情感中，惜才的心更重。但在她说这番话之中，祖母的一些动作表现了她和房妈妈用一辈子培养出来的默契。孔嬷嬷画制笔记，祖母随即一抬头，电光火石，根本没有任何思考时间，房妈妈就默默地出了门，随即就拿来了明兰的笔记递给祖母。所以前面说的主仆之间的暗号真的不是夸张。将来若是有什么前程，别人夸的时候别忘了说我教的好。这也就是标准的为自己的老姐姐高兴，她可不需要邀功。她说的是：我确定这姑娘前程一定是好的。然后注意这句话之后，孔嬷嬷的兴奋释放完了，那股子劲儿已经回归平静，可祖母还在继续绕。她这是蠢笨的办法，脑子记不得，才录在这纸上。你看她4姐姐5姐姐，人家就犯不着就用这个纸笔。刚知道笔记存在的时候，老太太的笑容消失了，她紧张了一瞬间，这姑娘怎么能留下东西呢？房妈妈拿来，她快速扫了一眼笔记，脸上骄傲的笑容一时没藏住，展露了一下子，又收了回去。笔记一盖，就条件反射一般的用蠢笨的借口去掩盖孙女的锋芒。这孔嬷嬷就不愿意了，已经恢复平静的她可无法接受别人无视她专业的眼光。这怎么能叫蠢呢？说过的话当时就会忘啊，只有用心把它记下来，才是永远的记得。随后孔嬷嬷把茶盏放下了。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在这场戏中，茶盏是个重要的线索标记。如果说话的人认真了，他在那一刻手里的茶就会放下。你看看他这一笔字，我也是千辛万苦手把手的教了，写出来仍然跟小鸡子抓过一般。记笔记的动作确实招人眼了，说他是蠢动作的借口，孔嬷嬷又不吃，祖母只能直接提出明兰的软肋，字丑。字不好
关键是字的意思对就行了。我们俩看不清，人家自己看得清就行了嘛。孔嬷嬷又没接招，她的意思是抓大放小，字丑算什么？重要的是学习方法。她又不写春联。祖母本想引导着孔嬷嬷，让她不要表现出偏爱，却被孔嬷嬷逼到没地儿可躲，所有借口都被打掉。祖母也急了，干脆明说：他去听你训导，也就是陪太子读书的意思，你满不用花心思在他身上，横竖随他去。孔嬷嬷的眼力不容小觑，她怎会看不出祖母对明兰的疼爱？这一刻，祖母的多次推诿让她疑惑中有点气恼。你是真的老糊涂了，还是多年未见不信我了？我说你是老了，心也老了。谁睡着了谁清醒，姐姐都看不出来了。那既然这样，还把我叫来教他们这些花样事干什么呀？得，我走，我明天就走，背着包袱回乡下去。他已经看出老太太在演，我觉得他不是在生气，而是想办法把他记忆中那个肆意洒脱的姐姐逼出来。被爱伤了一辈子的老姐姐，如今却缩在一角当活死人。他心疼，他不甘。当年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侯府千金，竟然被拘束至此，连宠爱自己孙女都要藏着掖着。所以他装作起身要走，为的只是激出祖母的片刻释放。服从规矩，压抑自己久了，连自己都忘了自己。我们老太太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们家姑娘，这是年纪来了，心气儿也小了，这屋子里是做不了主了。养在自己屋子里的丫头，横竖都看不惯。照我说，看不惯不如把她放出去，别看，省得每天摆在眼前，你心烦。在原著中，孔嬷嬷有句台词，倒是你怎么修身养性到如此地步？当年你的派头哪里去了？说的就是心气。他知道老太太这么多年经历了什么，被伤害了多少，但他不知道究竟为何姐姐要藏着自己的心。她本来可以摆足了侯府独女的架子，圣家菩萨的款，爱干嘛干嘛，爱骂谁骂谁。人这一辈子苦吃过了，难受过了，临了不就图一爽快？孔嬷嬷在说这一段的时候，祖母气得坐直了身子，而房妈妈却乐得满脸红光。她懂得，她难道看不到自己姑娘这么些年的妥协？孔嬷嬷这不走寻常路，能让姑娘释放释放，她也高兴。都说你是最聪明的，我看是官家娘娘太狂纵你们这些家伙，养你一身娇气，任谁都骂。有道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老太太这种最知礼仪最懂格局的人，就是因为太懂，太会权衡和取舍，逐渐走入了自己的困局。除了老闺蜜，如今谁还敢说到她脸上？她再厉害也是一个人，也会有身在此山中看不清自己的局限。这一段我明显感受到了老太太的变化，那个守礼儒雅的老人突然鲜活了起来。你似乎看到一个一脸英气的少女被气红了双颊，强撑着脸面回怼着耍诈的闺蜜。祖母突然卸下防备，不禁吐露心中的思虑。我屋里我从小养大的孩子，我能不心疼？那其他两个呢？一个是嫡出，一个是宠妾，他就我这么一个老婆子给他撑着。这段话彻底让孔嬷嬷明白了祖母对明兰的用情之深。若老姐姐不明说，她也无法确认，本就无血缘，而老夫人带养孙女只是走个过场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多了去了。祖母的爱，院里能看到，院外能听到，明兰能感知，而亲口吐出来是头一回。是，我如今是老神仙、老祖宗，大家都来拜我，可我是上了年纪的人呐，今晚脱了鞋和袜，未审明朝穿不穿？这段话中藏着老太太的忧心：一，我只是个摆设，实际权力越来越少，留下的仅仅是些许影响力；二，我年岁已高，不知道还能护着明兰多久。明兰如今在家里头谨小慎微，你夸她，那两个安能如意呀？你夸她越多，越是害她。在阐述明兰如今在家中的遭遇时，能看到孔嬷嬷明显惊了一下，突然回头。是的，她
他怎么想得到，一个被盛家祖母侯府千金养大的闺女，本该金尊玉贵，竟然处在如此憋屈的境遇之中，让我的姐姐如此烦闷忧愁。他怎想到，这偌大的一个圣府，因为宠妾灭妻，一切章法都乱了套。你说我心气儿小了，是小了。我是关心则乱，关心则忍，不光我忍，就连明丫头因我忍了不少事，从不给我添一丝丝的麻烦。我不疼她，哪个疼她？能看到祖母越来越释放自我，说得越来越激动，而孔嬷嬷的脸上则越来越是震惊和心疼。她原想着这老姐姐在这宅院越活越回去，一副老菩萨的做派，失了自己。可没想到姐姐的忍全部来自于深沉的爱。你要走？好好好，走走走，快走快走！我当在宫里就不认识你。孔嬷嬷终于懂了祖母，她动容却也欣慰。原来她终不会是活死人，原来她终于找到了双向奔赴的寄托。但我才不走呢！我要帮你把这圣府干翻天，我要帮你把那丫头点通经脉。房妈妈也失去笑意，在最后一番话中抹着眼泪。孔嬷嬷是如今才懂，房妈妈可是全程注视。可哀人总是能干寡言，急在心里无能为力，但一人就思路灵活，我能纵身上墙，也能自找台阶。哎呀，我怎么知道你心里有这么多心思啊？素琴啊，你这茶沏得好，我还没喝够呢，没喝够就赶我走，不能够。是啊，就等嬷嬷啊和我喝茶呢。这就是朋友，他总有一种超能力，让你找回自己，如孤儿与长柏，如明兰与嫣然。最懂你的人，最看得懂你的缺失。这期讲到这里，本期是孔嬷嬷事件的终章。孔嬷嬷在和祖母的这场夜谈之后，整治圣府的方案彻底明朗。就像我反复强调的，她为的是老姐姐，不是圣府。这一期是我为友谊感动的一期。孔嬷嬷对于祖母的牵挂并不是伯牙子期，而是女性之间的互助守望。巧合的是，明兰的绣品装裱给了我线索，和群里的朋友七嘴八舌，竟然凑出了不曾发现的互助。前后两个线索就这么凑巧的呼应上了。我想自己应该算是跑题区 UP， 每次下笔前的规划重点总是会被突然发现的高光带跑，比如魏行首，比如长柏，比如彩环，比如嫣然。这些故事就像一个宝藏，在你们看到成片的时候会惊讶啊，竟然还有这层。其实这就是我在写的时候心中的惊讶和感动。说实话，很多解读都是第一次看的时候完全没发现的，我写的也是我的第一次发现。每次写稿就像在看一部新剧，这可能就是沉浸和共情给我带来的全新体验。是的，确实过度解读了，我擅长的就是过度解读，而且我自己很满足很过瘾。我感动魏行首的勇气，我欣赏长柏的公道，我叹息彩环的选择，我动容嫣然的成长。我总是在想，如果只是跟着剧集主线走，那多可惜啊！这个知否的世界有那么多的可能性在等我发现呢。如果不彻底释放视角，如果不尝试过度解读，怎样才能理解这个故事中的点点星光？在自己的视角之下，我们是属于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可在他人视角中，我们都是陪衬他人故事的星辰。你我的光汇聚成河，才是人生的星汉；你我的故事拼凑在一起，才是这个世界的回忆。翻开故事，我们在找寻的都是可能性。我想当个讲故事的人，给你讲述一切的可能。我是蜗牛，下期再见。